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科技的网络好厝边，大家好，晚安啊，大家。虽然现在才5点，好像对很多人来说，现在讲晚安是不是有点早啊？好，现在跟大家打招呼哦。伊头六克家晚安欢迎，还有阿杰晚安欢迎，还有三处风晚安欢迎，欢迎你们来。然后我发现那个。我打了一句话，叫做说晚安的时候可以顺便许愿，要我画什么？我发现这个晚安也被算进去了。好，那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跟自己说晚安也合情合理。居然提早开，对啊，鸟米狗追晚安欢迎你来，今天不错吧？提早开对你们很好。没有啦，我就想说，反正那个我载入画面已经放出去了嘛，然后好像也蛮多人已经来了，没关系，提早跟大家聊聊天。对我们等一下那个今天最重要的主题，我们可以整点再开始，没事。那个大家就是可以跟我说晚安。什么叫做跟我说晚安？就是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打晚安2个字，如果有的话就会被算进去，然后我就必须多画一张图这样子。为什么绿茶有算进去？好，我想说奇怪，它数字怎么没跳？好的，那对，然后就是说晚安的时候可以顺便许愿，看有没有什么想要我画的。是的没有的话我就自由发挥哈，我就随便想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好，那整点了。好，那首先我们的第一幅旷世巨作是什么呢？等一下，我先移个位置。我们请看 VCR， 我们请看 VCR 哈，来，好，没事，我只是看到了那个画面里也有我自己，所以我疑惑了一下。天哪，我简直就像是不擅长使用人类科技的次级生物一样。好，总之我们来看精彩 VCR 回顾。来，大家好，我是肉粽精灵阿慧，那个赢的这组，会当下愿，我会当实现恁的一个愿望。那呢，我敢会使看花枝画，你甲伊哩黏 T T 的图。会使。不一定，不是，刚刚我受伤嘛，安尼无问题啊。会使，我和你斗阵做伙，不要紧。好，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首先我们要先来实现陆山的愿望。我们先来实现他的愿望。我们第一幅旷世巨作，我们就要来画花枝甲伊哩黏天天的图。阿峰安欢迎，晚安。原来要画 CP 图，笑死，乱讲，他只有说要画黏天天的图，没有刷 CP 图啊，对不对？我最会曲解的，怎么可能连这个都没办法曲解？我也刚想那讲，好，那我们就开启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软体小画家。晚安，还在上班，但是要许愿火蛇画火蛇马桶图，跟明天的主题相呼应。OK 的，那肯定是没问题。好。我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画过马桶但是你说的有道理。好，史莱姆什么史莱姆？你要画史莱姆这对我蛮好的，史莱姆应该算是蛮容易画的。好啦，那我们就准备好我们这个准备作画的心情然后我们就这个画画要有画画的样子，没有看起来简直是个艺术家。好，准备好来画画了。好那黏天天的图，好，怕你们看不到完整的画面，我再把我自己缩小一点好耶，好开心来画画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自己制造这个可以乱许愿的机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这个手怎么有色差？晒黑了。不是，这是素材啊！我从别人身上拔过来的手，那肯定是有一点色差，这也是没办法。我看起来像上个世纪的人吗？好像确实是上个世纪，没有错哈。我们要有那个嘛，那叫什么？仪式感，我们要有仪式感，非常合理。
啊，slime 的亮天天原来是安尼。法国八字胡火蛇啊，偶尔也是会想要长一下胡子。不过我的胡子是不是应该要是那个蓝绿色、青色才合理啊？哇，真的，我好像品客哦。好，等一下如果不知道画什么，就来画个品客洋芋片，好像也不错。好啦，我们该来面对落山的愿望了啦。感觉好像很心不甘情不愿来画这个跟伊利亮天天的图。来，亮天天，我看一下哦。虽然那个跟伊里感情很好，但还是要看一下人家长怎样哈。很怕那个没有把他的英俊的外表忠实呈现，所以我来找一下资料。你想要许愿画图书馆哦？图书馆怎么感觉有点难画？好，我可以试试看。薄荷烤味的品客有吗？有这种口味吗？有薄荷口味的品客吗？太酷了吧！我是没吃过，但是有这种东西吗？好，看一下伊里啊，我好想要画那个哦，好想要画伊里的本体哦。它的本体是一棵植物，比较好画呢。啊，好啦，算了，没关系。那个，还蛮帅的，还是画一下。是这样讲的吗？画错了就有不皱床了，可以用流量密码。真的耶，是这样子哦。好啦，他应该不会躲在我家衣柜，然后跑出来把我怎么样啦，应该是没关系。好像可得罪，不是？是这样讲话吗？可得罪。哈，我其实还蛮不会画人的，我来挑战一下。没有，其实我什么都不会画。耶，鼠会的快乐就是画不好也可以牵拖，是那个滑鼠太难用。好哇，达利火蛇吗？达利的话，那应该那个两边胡子要长度不同，比较更有像达利的那个风格哦。好，我想想哦，伊里的眼睛啊、好像有点大哎，好像有点大哎。算了，我尽力了，伊里，希望他不介意。他的眼睛是红色的哎，我给他一个暗红。伊里的眼睛会说话，哇，帅！哇，好帅哦，伊里。怎样？那是什么？什么意思？阿红那是什么表情？我把伊里画太丑，你不开心啊？我想一下，我不该给他看。好，希望他等一下不要突然刚好出现，那我就会尴尬了。伊里要跟我亮天天哦，我想一下哦，我们先画他的，好啦，先画一个阿慧好了。阿慧，因为我的箱子形态比较好画，所以我来偷懒一下。哦，惊甲食手手啊！想要惊甲食手手，你想呢？是怎样？为什么要怕？你去年贺年卡还是直接画植物？对啊，植物形态比较好画，那是肯定的。我长怎样？我是一个箱子，这样子，哇，画的还不错哎，蛮容易放过自己的哦。太肥了，哪有那么肥？哇，电绘的那个好方便的地方就是我可以直接画不满意就直接复原，真的是蛮方便的。哎呦，有点前途哦。先帮自己上个色，好像不错哎。好，然后嘞，我们来画伊里的头发。这个色有差不多吗？可能差不多。是不是应该先画头发，然后再画我啊？算了。哇，伊里的头发，
有植物画植物，有箱子画箱子，能变动物的变动物。藕银最好画，对，藕银就是一颗在那边。的确，我们这个柿子要挑软的吃。哎呀，不小心动到了。柿子要挑软的吃嘛。想一下啊，他头发还蛮那个日系空气感的，是这样讲吗？日系空气感的帅哥头发，哇，看起来好坏哦。看起来好轻浮哦，为什么被我画起来那个整个形象就不一样了？是怎样？超不会画 ！Oh no, oh no， 好像奇怪的轻浮角色哦，不是这样的，伊利，并不是说你在我眼中是这个样子哦，不是哦，不是哦，所以皮亚是点的较好吃。其实我蛮少在吃柿子的，所以我也没什么研究诶。我都只有在吃咖啡，吃咖啡是怎样？没有，就我在吃咖啡啦，好怪啊！完了，伊里啊！哦，我这边没有封起来，好，哎，这样可以了吧？这样可以。哦天哪，伊里怎么被我画成这样？伊里怎么办？我不会画画。哦，救命！不忍直视哎，这就是不会画画的哀嚎。刚刚那个很好笑吗？我自己也是笑一跳。天哪，是怎样？好哇，这看起来好杂乱哦。好，没关系，伊里会原谅我的，伊里一定会原谅我的。我们继续。柿子喜欢脆的哦，好。那恭喜，因为我没在吃柿子，我跟不上这个话题。真的是蛮少吃柿子的，我连柿饼都没什么在吃。不对，伊里眉毛有这么粗吗？好像没有。怎么办？那个眉毛其实看起来蛮好笑的。应该这样吧？应该没那么粗，这样比较差不多。哇，帅呢！啊，不错哎。哦，对了，它是鸢尾花啦，不能说它是草。然后嘞，哇，完成度其实蛮高的嘛，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完成度其实还蛮高的？什么？我没有说它是紫罗兰啊，它只是紫色的，对不对？哎，它没这么黑呢。等一下哦，我还蛮不会找肤色的，等我一下。这个怎么样？好红哦！哇，没有这个才能。啊，好，人模人样。啊，会不爱食水果？对，我不爱食水果，不爱食菜色。哦，都是较健康、较营养的，拢无在食。哦，专讲食一寡无营养的吼。我已经想好晚餐可能会去找那个爱真实或是友善时光的，都已经想好了。好了，我们给他一个瞳孔，哇，看起来越来越那个哦。太棒了，动漫帅哥伊里，好赞哦！然后嘞，来点高光啊，可以啦！怎么跟你一样喜欢吃没营养的东西？是，不是不健康的东西，常常都特别好吃，哪有办法？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好，你们目前画的还不错哎，可以来。喜欢讲没营养的话，是哎，真的哎，没错，喜欢吃没营养的东西，又喜欢讲没营养的话，就是本人。我应该用最粗的，也没多粗呢，最粗的好像没什么差呢。好了，孔金的部分画一下，不健康好吃，对啊，为什么很多好吃的食物都不健康啊？那就不能又好吃又健康吗？真的是人生大哉问。等一下，这边有一条吗？好像没有。照一下镜子，忘记自己长怎样。哇，什么？言行一底赞，嘻，那不是英文有一个谚语吗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你就变什么。没错，我都吃一些没营养的东西，就长成没营养的人。哇！真的，吃着没营养的东西，说没营养的话，就会当没营养的人。这我。IB 美术馆哦，你这么一说还蛮像的。
奇怪，那是什么游戏？我怎么没听过 ？IB 美术馆，该不会是什么有年纪的人才玩过的游戏吧？我怎么会没有听过嘞？虽然没听过，但你这么一说，真的是长得蛮像的，好赞哦！哇，那我以后做游戏可以自己画图了。好欸，好欸，好欸！无意间又攻击了观众，半恐游算吧，以那个时候来说，应该会觉得蛮恐怖的。可能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出，不是，可能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小朋友。以那个时候小朋友，而且那时候的游戏的那个精致程度来讲的话，那个应该算恐怖游戏没有问题。对，没有啦，没有嫌观众老啦，哪有？我是在那个赞叹你们博学多闻，再老的东西你们怎么都知道，对不对？怎么可能嫌观众老嘞？这个构图你想到什么 ？Chad meme 有吗？这有 Chad 吗？看起来有 Chad 吗？再装嫩就过分了哦！好，不装了。我也是没有多年轻，不好意思。我也没多老吧，也还好吧。我不过就是个那个抠脚大叔，然后开个变声器，假装自己是帅气年轻的小鲜肉在那边开台这样子，怎样？这样不行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啦，我没有要攻击阿杰啦，没有，哪有那么坏？怎么可能？不要受伤，拜托。啊，好黑暗的箱子。本来就是自己的，谢谢你跟大家揭露你的年龄。那顺带一提，我今年6岁，不接受质疑啊。320岁的宝箱怪年轻吧？对啊，大约320岁的宝箱怪大约等于人类年龄6岁，没问题的吧？怎么听起来都没问题啊？肯定。这还算年轻啦，以宝箱怪来讲，还前途无量，来日方长齁。啊，我的嘴巴好丑。直接攻击观众，这是大香 V 吗？我哪有大香？你说我是大香，听起来是在嫌我胖你看那干掉，你这样对吗？好来，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很亮点。等一下啦，我还有一根蜡烛啦，还有一根蜡烛没放。喂，我的蜡烛，舌头不够肥美，不够大家分食，不要太分食了，想怎样？不够肥美，可以拔下来再长一个，不对，哪有人自己这样讲？大口的形容就不对啊！大香听起来就是在说我胖不要啦，我知道我胖，但是不要说出来好不好？好，然后我们这个怕它嫌不够亮天天我们给它涂一点白胶白胶怎么画？你要比照阿慧画的来画，这个你要画一张那个我跟伊里亮天天。好，我们到时候那个阿杰画好之后，我一定马上传给伊里看。他一定，他好像也不一定爱看，但是他一定会默默接受的。天哪！一定要加爱心在画面上。好啦，等一下加啦。会加啦。等一下，这是白胶吗？我印象中的白胶是长这样没错，可是这看起来好像丰年果糖啊！完了，我把牌子讲出来了，没有收钱。我印象中的白胶就是长这样啊，可是这样画完之后，感觉它超像果糖的。我们换个颜色好了，我们换个蓝色应该就还好啊。可是我觉得用蓝色是有啦，是有看过用蓝色的那个白胶，可是看起来就有点。不知道，跟我印象中的经典款有点不一样好，我们改回红色好了，果糖就果糖，无所谓。为了避免大家以为它是果糖，我们写一下，这个是我想要用黑色的笔，算了，我们用红色好了。我们用黑色好了，善变，对吧？有蓝色的，我是有看过蓝色的，可是
我心中那个最经典款的还是红色。狗啊，狗啊，不对啦，怎么写成浊音的？怎么写成浊音的？哦，重写。有啊，有蓝色啊，怎么会没看过？你这几天煎的都是假心肉，瘦肉也可以料理。你想怎样？又要料理我。等哪一天那个我开料理台，然后发现主播是食材，好像你们也不会救我，叫你们来救我也没有用，是这样。改成黄色保丽龙胶，保丽龙胶好像我很少用，所以突然问我也想不起来我心目中的经典款是什么色的。丰年果糖的塞给小胖，真的假的？有人这样吃吗？感觉有点太刺激了吧？有人会直接在吐司加丰年果糖吗？主播，我们不住在衣柜里，无能为力。哇，太危险了吧！最有可能把我抓去料理的那个人，就是住在衣柜的那个人呢。是想怎样？救命哦！好啦，我们让画面看起来可爱一点，我们让他手捧着我，好不好？没有要问伊里同不同意，反正我就要这样画，哈哈。画 fan art 就是这样子啊，画 fan art 最棒的就是那个主播无力还手，对不对？我在网络上听过一个那个制裁盗图仔的方法哦。如果那个盗图仔怎么讲都讲不听，或是那个你明明是个绘师，然后就是一直会有指示图教你画画，怎么讲都讲不听哦，怎么办？不要忘记，画画是你的超能力，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你永远可以画一些很棒的 fan art。对，我学到的那个偏方是画什么我就不说了哦，但总之你永远有这个能力，你可以画很棒的 fan art。Gaki 晚安，欢迎你来，感谢你来看我画画，可以许愿要我画什么哦。真的假的？有人这样吃哦？有人在那叫什么？小胖是什么？突然不会讲中文，耶！太棒了，中文退步，好开心。小酷胖那个吐司，真的假的？有人在吐司加果糖哦，感觉好甜哦，不会很甜吗？好吧，可能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可能我本人如此甜美，这么棒，可以啊，这是你的权益。对啦，吐司啦，想起来了，想一下还是想得起来的。哦，大不了我想到英文是 toast 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来。没有，英文好像也是考过才叫 toast。好，那不重要。好，怎么办？我的这个手跟身体要怎么连接在一起啊？不是，猫，你那个碗是要干嘛？你那个碗是要磨脚煮成汤啊，还是怎样？啊，会给他伤低哦，伤低会啊，当然会啊。我本人如此甜美，随便那个糖分就超标。当然是要注意一下，希望伊里不会介意，我把它画得非常的完美。怎么办，伊里？你怎么长这样？伊里，你怎么长这样？好惨啊，伊里！耶，画好了，耶！啊，不是，有人说要加爱心，没有加。好啦，加啦。你敢讲，我敢加，我也是没办法。好赞哦！什么怪图？好怪的图。等一下，这边没封起来，可以吗？可以，耶！好怪的图。怎么会长这样？斯罗姆会吐司加橘拌加果糖加起司，听起来不错啊，听起来其实蛮好吃的。先不管果糖、橘拌加起司吗？我不知道，听起来好像还可以，有机会会想试试看。主播甜不甜？你们吃一口就知道。喂，以前有个叫老车的小粉红惹到腐女，结果被画一堆老汉推车。对我说的就是类似这一种的。然后尤其是那个，如果我可以这样讲吗？如果惹到你的那个人他是生理男性，然后他可能又刚好比较恐同的话。那对，确实你有fan art 之力可以制裁他，各位会师们。对，
如果我自认为是绘师的话，我其实也可以用我的绘图之力制裁大家，加上这个精美的画风，那个制裁的效果应该是蛮好的。小心啦，各位，小心啦，各位，不要惹到我啊！小心啦，各位，你啊嫌你啊好唔通，你啊就单阿慧哈。好，于西晚安，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你可以许愿哦，你可以许愿看要我画什么，我会努力画出来。偷喝饮料，代言化妆盒什么意思？我吗？我代言化妆盒吗？你说我这个宝箱形状的化妆盒，听起来不错哎，会有人想要这种周边吗？工具盒也可以，很怪哦。我觉得虽然好像很怪，但是看久了也还不错啦。是怎样？是怎样？化妆盒不错哦，好像是个不错的周边啦，有机会确实是可以哦。许愿很难画，像是图书馆是。没错，等一下会不会有人许愿那个一份论文这样子，然后把里面每个字都画出来？不是，你要我帮忙写你就说嘛。应该不会吧，玉溪，应该不会吧？好啦，一力两天天，两天天，耶，好棒，画好一张了。耶，太棒了！我怎么全部清除啊？好了，开心档案，耶耶，一幅新的画。论文是可以许愿的吗？不行，不是许愿的意思就是不一定会实现呢、所以对，可以许愿，不一定会实现，画不出来的没有办法。画论文应该是画不出来。这刚是有行为阿爸的风格，超像，看起来就是伊里在推销某个盒子这样子啊。晚安，斯洛姆，你也可以许愿了，你也可以许愿了。对啊，就是你啊，伊藤绿茶，你说很适合出盒子周边，然后说那个可以做厨余桶的，就是你。我当然记得是谁建议我出厨余桶，谁叫我吃厨余，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对不对啊，绿茶老师？好来。论文画不出来可以改壁纸吗？你可以拿我画好的图去教看看，看你教了之后那个教授会怎么样，看你会不会过。我无所谓哦，我无所谓哦。好，等一下有谁有许愿的？有伊藤绿茶许愿要画绿茶，好棒哦，好仁慈哦。思思成火盒是不是很适合出胰岛素盒子？防灾室也有在管这个吗？真的假的？药盒之类的好像可以，药盒之类的似乎有机会。什么？至少没造假？什么意思？你说最近那个 V 圈好像也蛮多喜欢造假，然后说是自己的作品的，对不对？啊，最近我不知道可能因为我的演算法里面，就是我关注的 V 棚里面有蛮多是对那个音乐方面比较有研究的，所以我的河道上。大家讲推特会讲河道吗？我是不是又暴露年龄？应该不会吧。我的河道上就是会被推到那个有一个是 AI， 就是 AI 翻唱仔，然后说是自己唱的，蛮好笑哦，真的哦，你们都有看到，超精彩，好看。对，那我原本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对这件事情讲什么，就是我觉得没有很想要在乎这种人，但是我刚好也有看到有些人说就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啦。有人说，就是你一个圈子里面出现这种家伙的时候，就是身为一个圈内人，最好跳出来一起修理他。对，这好像对整个圈子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今天那个直播刚好不小心聊到，就可以踩两脚，没关系。那个真的蛮好笑的。好。哦，你说的是那个多重器官衰竭之后吃的超健康卤味，我们讲的可能不一定同一件事，不过确实这两件事都超好笑的，啊！现在有2个 AI 翻唱争议跟资料造假 po 网炫耀被大学补录取，这个我没跟到好，有机会一定补，感觉也很好笑。药盒可以，我觉得药盒不错感觉就是防灾包里面也可能会需要药盒，也不一定要防灾包，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些常备成药会需要带在身上的话，你光是旅游好像就用得到了，所以好像不错哦，出药盒好像不错哦，我觉得可以耶。像我自己也是很常会头痛的人，所以我自己好像也用得到，蛮赞的。
有统计目前画了几幅吗？有道理，我应该记一下，目前只画了1幅，然后我现在有7幅要画，请稍等，开个文字。现在完成的是7幅里面的1幅。我们今天是那个嘛小画家鼠会台哈，所以我们的那个风格给它丑一点应该是没关系啦哈。直接这样讲对吗？来，我们这个风格强烈，我们不能说丑，这个只是非主流的审美。我们要会讲话哦，非主流审美。没错，cover 也是啊，你唱的不好没关系，那是小众，那是你个人特色。但是你用 AI 窃取他人劳动成果之后呢，还声称是自己的作品，这个就会欠骂，对，欠骂。我讲话也是蛮直接的，好爽啊！不错吧？不知所以的红色，然后又是一个丑字体，直接放在那个画面这边，哇，这搞得好像什么那个硬版画几幅里面有几幅那种。哇，颇有大师的风范，好棒！我快要觉得我要成为美术大师了。蛮适合做笔筒，真的假的？笔筒吗？你想要？我不要乱讲话。那个你们可以乱讲话，你们自己把那句话补完啊！你们猜得到我本来要讲什么，你们可以。你出防灾包，里面急救盒是火蛇，那礼物要出什么？礼物出一个尾巴，然后就是一个尾巴，对，我不知道，要问他。欧拉夫老爸晚安，我今天在班门弄斧表演画画，你们可以看我画的多好。0287晚安。YouTube 怎么没通知你？原来是你在洗澡。哇 ，YouTube 好贴心哦，他知道你在洗澡还不吵你，我的天！技术不够，气势来凑，是说我的绘画功力吗？我想气势是没有问题。刚刚在讨论什么？不知道。我们聊天还跳蛮多话题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聊到哪里。没关系，我们就随便聊，不用紧张。阿慧，你要来黑关，你可以啊，快就是想到就说。对，我如果漏掉，你再提醒我。你要一起数会，真的假的？你要炸鱼哦，你要直接把我炸烂，让我们看看那个真正会画画的人数会是怎样。我的天！蔡阿慧要说笔筒要不要放进鼻孔？哇，双压哇，好赞哦，好想偷走。好想偷走拿去写那个小废歌，好赞哦！礼物出瑞士刀好像不错其实真的不错。Hi Potter 836，有一阵子没看到你了，对不对？嗨，晚安，欢迎你来。请耶，偷走耶，偷，好赞哦，太棒了！好，我希望我真的会跑去写这首歌。Santical 到底是什么？我看一下，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你有形象吗？因为我知道那个阿轰的账号也有用一个名字叫 Santical， 对，但是我要画你的形象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的形象是那个吗 ？Darkest Dungeon 的那个吗？的那个形象？哇，好啦，是可以挑战一下。听说晚安有图有啊，你还可以许愿哦，你可以许愿看希望我画什么，可以的。最近忙着看别的女人 ，Potter。最近忙着看别的女人，你就不要火蛇了。抱歉，阿慧有没有办法成为你的女人？真是对不起你。请火蛇早日出原创曲，真的很需要那个酷的原创曲。好，我努力。啊，不形象好，你知道我帮你生一个出来是不是？也是可以，可能会长得蛮自由的。不是，等一下，所以呢，要画什么？要画绿茶，对，要画伊藤绿茶许愿的绿茶。好，我这边刚好有一罐绿茶，因为我最近在假装减肥，所以我就会喝一些无糖饮料来安慰自己。然后喝完无糖饮料之后，就会再去喝另一个有糖饮料，有毛病。好，总之我们来画一罐绿茶吧。区绿茶我应该是画得出来啦。我怎么会在直播的时候预发 shorts？ 真的哦，真的假的？我现在发 shorts 哦？啊，我是排错时间是不是？我怎么会排这个时间？啊，好吧，发了，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好，来，
咦，星云月安安晚安，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哦 ，Hello， 好，披萨我记得了，看你无区区绿茶，不是，你不一样，你不一样，你是什么？你是墨迹。昨天有人跟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有很懂茶的朋友可以纠正我，就是我昨天听说抹茶就是比较高级的绿茶，是这样子吗？就我昨天在想说抹茶跟绿茶到底差在哪，然后后来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绿茶就是经过一些就栽培的时候经过一些特别的处理，它就会变成比较强的、比较厉害的绿茶，那个就叫抹茶，对。哇，所以伊藤绿茶，你会不会哪一天那个越画越大尾，就是变成超会画画的那个大处的时候，你就改名了，伊藤抹茶，不错吧？不错，抹茶是高级绿茶啊，我们期待那个伊藤绿茶进化变成伊藤抹茶的那一天，可以这样乱帮人家取名字吗？好。浅浅的绿和深深的绿哦，是这样子哦，好像颜色确实不一样哦。假装减肥很好笑吗？不要笑，这是我的痛苦呢。就是我的内心是很想减肥的，但是我做不到，对，所以是假装减肥，这也是逼不得已啊。我感觉很多绿茶的那个包装就是会长这个色，但是绿茶本人里面的内容物本身好像也没那么绿嘛，可能像这样吗？好吧，没有很会抓颜色，那感觉类似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这个包装要稍微设计一下嘛，不要太敷衍。去运动，男人不要啊！好啦，我确实是该运动啦。听说运动就是不只是可以减肥，就是对那个心理健康也是蛮有帮助的。那我想，身为一个 VTuber 这种很容易心理不健康的职业，好像是应该要多运动，没有错啦。好，我们来装模作样好了。什么叫装模作样？就是写个英文，整个牌子就突然变高级了，有没有？利用那个语言的迷失，那个叫做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呐。Green Tea 啊 ，Green Tea， 哇，整个那个质感就出来了，有没有？你听到的版本可能是抹茶黑告诉你的，抹茶黑是抹茶也有抹茶黑哦，天啊，大家真的是蛮喜欢自己找战场的，我会笑死。OK， 抹茶黑说抹茶是烂茶叶，所以打碎磨粉。所以但是你很喜欢抹茶，所以你最喜欢在他面前喝给他看，好赞哦！我觉得你的这个人生态度非常赞，人生态度非常的好，就是人家在那边吵，你就做给他看哦。底部画影子，质感再升级，你说的对极了，我们来画个那个影子哦，来，大家画影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物体本身长什么样子，它的影子就应该要是什么样子哦。突然不会画画，好难画哦。我们来画个辅助线吧。不行，我辅助线还擦不干净，因为我是用小画家。来看我多会抓形啊，抓的不怎么样，歪七扭八的影子。好啦，已经很棒了，已经很棒。哇，这简直看起来就是有一个人在盯着你看的心里发寒呢。感觉这种人就是会躲在衣柜里。监视着你，好可怕哦！哇，这就是绿茶吗？这就是伊藤绿茶本茶吗？好赞哦！最好是让他眼睛会发红光，哇，好赞！整个反派的气势都出来了，赞死啊！好完美的图，自己画的很开心是怎样？好完美的绿茶，太棒了！哦，默默卡，晚安，欢迎你来。默默卡有画一张我的 fan art， 蛮可爱的。那个我应该有转推，你们可以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就可以看到了。这张真的不错哦，很有创意耶！眼睛发红光，这个绿茶潜伏在你家，没有你家，只有我家，潜伏在我家的柜子里啊，说不定哪一天阿慧没开台了，你就知道找谁算账了。哎。对，忘记回答默默卡的问题。要说台语吗？都可以，我很 free 的。
因为阿慧开台有时候是讲台语，有时候是讲中文啊。你可以在我讲台语的时候在聊天室打中文，你也可以在我讲中文的时候在聊天室打台文，都可以啦，都可以。我们那个很自由的，对，不会说什么，因为你讲台语，然后就要你挂狗牌，还要罚10块，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不用担心哦。好臭，怎么这样也能臭？完蛋了，我最近很烹，然后又很臭，我是不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心状态啊？我是不晓得啦，你们觉得我看起来很危险的话，可以提醒我。抹茶是取遮光养殖的茶叶，我看到的也是这样，也是说它特别去遮光去养殖，但是我不知道它遮光养殖是，就是我不懂那个原理啦，我不知道遮光养殖为什么会让它变得比较好，但是听起来还蛮麻烦的，所以应该是真的是高级功法，对，我想应该是这样。对，抹茶黑纯粹是纯，他讲的那个是茶粉啊，原来如此。对，很烹是要减肥的部分吗？靠腰。你说的有道理耶，你说的有道理耶 ，Oh my god， 真的耶，是该啦，是该啦。挂狗牌罚10块，那是很霸道耶，确实蛮霸道的。好，我们再来要画的是，我如果有漏掉谁的，我是不是忘了谁？如果我有漏掉谁，你们可以跟我说。但是我记得的下一个是猫猫卡爱许愿的图书馆。对，我等一下忘记什么，你们可以跟我说。我现在记得有图书馆跟玉溪的披萨，亲爸出手就不一样，超狠，难怪是亲生的，果然亲生的才是迫害的最狠。对，哇，这很容易忘记计数器耶。我们已经画2张了，等一下加班画不完就哭了。好，图书馆哦，图书馆长怎样啊？我只想得到一堆书架，可是一堆书架足以凸显它是图书馆吗？不过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图书馆看起来会很，就是从外面的装潢看起来就很厉害吧。好吧，我随便找一张图书馆的图来参考一下。你要书目很多，看起来一辈子都看不完的图书馆。好，我想一下哦，那种奇幻世界里面不是会有那种超酷炫图书馆吗？我想一下。不然我找一下啊 ，Fantasy Library 应该会有吧 ？Library 怎么拼啊？没有人会拼 Library 哦，好，没事，有自动完成，好方便。没有看起来好正常哦。啊，算了，反正书很多就对了嘛。对，还有马桶，对，猫猫喜欢看书吗？感觉是蛮喜欢的，因为蛮常看到那个猫猫会在 DC 分享一些，就是看起来蛮有深度，可以这样说，就是蛮有深度，或是对一些议题蛮有钻进去的书的，对，所以感觉得出来，猫猫是有在看书的人，跟我不一样，是有东西的，肚子里是有墨水的。遮光主要是降低儿茶素含量，茶氨酸跟叶绿素比例比较高，口感会更干，不会有太多苦涩味。哇，你怎么什么都会啊？我的天！只要书上有贴条码标签就很图书馆了。你说的有道理耶。白灵，嗨，火蛇大帅哥早安，是的，火蛇大帅哥跟你说早安，不是晚安台吗？好，白灵晚安。蛮喜欢看书的，但看不多，感觉有点谦虚啊。不过确实吧，就是如果你在某个领域稍微有钻研的话，你就会反而觉得自己没那么厉害。对，通常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的，就是有钻研但不多。对。臭了，又臭了，好开心。好，图书馆，首先书柜是一定要的嘛。书柜，我们来个气派一点，大书柜，对不对？今天分享的东西完全看得出来，你平常都在看 BL 啊？干嘛哭？看 BL 也没什么不好啊。我以前有看一些 GL， 我也没有怕跟大家讲啊，不怕大家知道，这没什么，个人兴趣嘛，这还好。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勇于分享自己的个人兴趣，可以帮助你结交到同好，所以应该 OK 的。对，反正如果有人因为这样子就不想跟你当朋友的话，也许一开始就不需要跟他成为朋友。怎么感觉我好凶哦？是怎样？你也都看，斯洛姆也都看啊，玉溪也爱看百合啊。好你看讲出来就交到同好了，多好！虽然我现在就是因为时间不够用，所以。很遗憾，没办法继续
找新的作品来看。虽然上次聊到这个，上次好像玩猪马的时候聊到这个，也有人推荐韩漫是吗 ？What does the fox say？ 对，但我还没有机会看，可恶！别哭，可以看火蛇 L， 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像什么手游什么M 火蛇 L， 什么奇怪的手游是怎样？卡米萨卡，刚刚没跟你打到招呼哦，不好意思，失敬，晚安，欢迎你来。听到 BL 跟臭可以画一张野兽前辈吗？太难了吧！喂，靠腰，有百合眼，看什么都可以百合。虽然这样不太好啦，但是对，如果你有百合眼的话，你就可以从你生活周遭找到百合粮来吃。我是没有，我没有鼓励大家拿自己生活周遭的朋友去想象他们成为 CP， 不鼓励，但是似乎不犯法，所以也不能怎样。自己斟酌，不鼓励哦。你们拿我跟伊里凑 CP， 我也是笑，我也是直接画一张出来哦，没事。那个知情同意。伪鼓励，我也没有伪鼓励，哪有？不是，我现在伪鼓励我还没有真的接到那个保健食品业配，再等一下，还没。嘿，百合花市也蛮喜欢的啦，很赞的乐团，蛮推荐大家去听。大家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吗？就感觉应该会有一个酷炫灯。意大利，这个酷炫灯有酷炫吗？刚刚手术灯哦，我的天！好了，随便啦。好，酷炫灯，你在意的对象不是男人也好好看啊？这是作品名字吗？我在意的对象不是男人。OK， 听起来很明显是百合。你很喜欢百合花的艺术家那首歌很嘴，百合花很多首歌都很赞呢。对，我想一下，不过嘴的，可能没有到好。其他我想一下，比较嘴的，有一首我也蛮喜欢的，叫做什么等一下，突然不会唱有一个物件真可爱，关于一件笨犊啊来。反正那首歌是在讲宠物这件事情。对，阿轰应该知道，我们可以等阿轰补充。我刚刚唱2句，阿轰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首。对，那首我也蛮喜欢的，那个有一点就是探讨议题的感觉，我也觉得有微臭，该微臭的地方有微臭，蛮赞的。维骨力有用吗？我没吃过，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我怎么知道？你看我怎么画书架？书架感觉就是会这样吗？我其实蛮会又膨胀，我其实蛮会画画的。书架有没有？勉勉强强啦，勉勉强强。绿色女童是什么？绿色女童百合之巅，绿色女童，你看跟不上大家了。有一次同事问你一本书，你说在电子平台买到，结果你的电子书柜一给他看，一堆超色 BL 跟 GL 漫，谢谢做到今天，那怎么办？你是真的为这个辞职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太嗨了吧！太嗨了吧！我可不可以有粗一点的笔刷啊？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可以耶！太棒了！哇，好粗，超粗！那我可以直接我可以直接画书了。怎么长这样？看那里格格不是很喜欢。我想一下，这个怎么样？好吧，将就。绿色女童就是前面提在意对象不是男人的那一部好，我有机会一定看。因为它的画面主色调是绿色，原来如此。难道还可以凑不同颜色的吗？女童战队，什么同事不做了，只要把他抓起来？不是同事不做吧？不是猫猫不做了吗？猫猫逃避这一切，不做了。好多书好难画，先瞎画一下。那有看得出在画什么吗？
景不是白色，是青草绿，真的假的？好酷哦！好，可惜我现在没办法，我现在忙着进行伟大的艺术创作，没有办法立刻去找出来看。啊，好多书要画，天哪！天哪，图书馆真的是蛮难画的，不像那个绿茶区绿茶，不像区绿茶一下就解决。但我会努力的。对，就是有时候看到那种很美丽的、精致的背景图，就是尤其是那个画一整个场景的那种背景图，真的会觉得很赞叹呢。就是可以想象的出来，那个画的人真的是像我今天画的画风比较简略，但是有那种很精致的场景图，就会觉得哇，这老师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我的天啊，就觉得非常赞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会有啦，我是常会这样想。看得出来有手术灯的后室图书馆，对，没错，你说的没错。这时候就是要顺着你的话讲，就像算了，又要乱讲话了。算了，乱讲就乱讲。就算你的图其实是用 AI 画出来的，但是有人说不，就算你的翻唱是用 AI 做出来的，然后有人问你说，哇，你这个瑕疵难道是连原唱的瑕疵都完美重现吗？这时候就是接着说，对，没错，就是这样。超讨厌画背景，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画背景是一个让人感到很疲劳的作业了。我现在已经理解这件事情。今天学到抹茶跟 BL 的知识，真的是很好的知识型直播呢。那肯定，你还学到看阿慧的台不会被挂狗牌罚10块，这也是很棒的知识型直播，太棒了。变知识型了吧？要变成那个准备烧起来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型。蓦然回首的角色也是很会画背景。对耶，它里面确实剧情就直接就是有这一段嘛，就是有分工嘛，然后就是有发现他特别会画背景，特别厉害，是的确，哇，好想去看他的漫画我其实有看过他的电影版没有看过《蓦然回首》，没有看过《Look Back》的漫画，蛮想看的，对，但是好像暂时没有机会，可恶，想看的东西太多了，片单排太长了，根本都没有机会看。我觉得有我觉得现在画起来还算看得出有图书馆的感觉，至少我是觉得还行。我觉得可以耶。最近好像蛮容易自我鼓励的，是怎样？最近蛮容易自我陶醉的。好赞哦！知识型听起来是在烤火的时候会有滋滋滋的声音。哇，不是有一些 YouTube 频道会放那种就是烤火的那个很长的影片嘛，就是你可以那个放一个类似，它是壁炉，就是一个壁炉，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家的可能客厅的，如果你有大电视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出来，你就会感觉有个壁炉在那边可以烤，好像不错哦，就是可以。哇，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欧拉夫画了一张图？是一个非常精美的动图，就是把我串起来烤。拿那个来做壁炉型影片，好像不错然后我再想办法弄一些滋滋滋声今天资讯栏没台规是不是？好，那今天我就是规则，你们今天随便来，好我就是规则，好，大不了被我编掉，好，就这样，简单吧。我觉得图书馆及格我觉得画的还不错，就是看到那张才说烤火，谢喽，玉溪。难怪有人画背景来卖，完全合理，非常合理啊！就是术业有专攻，如果有人特别喜欢画背景，特别会画的话，就反正他也没有盗图或是用 AI 窃取他人劳动成果拿来卖，感觉也没问题。好霸道哦，霸道系，真的下次就是那个谁打中了，算了，这样都没有人来看台，那没事。好，等一下哦，再来是什么？再来是马桶，阿慧马桶图，术业有专攻，听起来好攻是什么东西呀？你说术业是医理吗？因为术业有专攻，所以医理是公德正。我知道，来调查一下吧。
虽然那个我没有特别想要凑 CP 还是怎样哦，但我蛮好奇的。你们觉得，我打个字啊，你们觉得火蛇和伊里谁是？我觉得问谁是攻就太无聊了，应该问谁是受吧。Oh my god! Oh my god! 怎样？我问一问不行哦，我就想市场调查，又没有说真的要怎样。你们自己投票，等我一下啊、哦。哎，投。哦，等一下那个投了，我看答案不爽，我就把你编掉。没有啦，我看不到。为什么会想要问这种问题？我就问问呗，问又问也不行哦，问不行吗？好，火蛇马桶图秒投了，我看到了100%，你们是怎样？真的有人是被知型网红，我的天哪！被知型网红听起来会在画画的时候用被知曲线欸，但我不会。会画图的各位该动笔了吧？不包含我吧？哎呦，马桶画得很好哎，好会画马桶！天哪，果然是马桶系网红吗？好赞！不会，突然不会画了。马桶盖马桶盖，救命！我需要被知曲线。马桶盖，类似这样子。哎，不可能100%吧？不可能吧？怎么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为什么？马桶这题你会？马桶怎么了？你说你会画马桶是吗？你要画我蹲马桶哦？真的假的，老爸？不是，我要怎么画自己啊？我其实不太会画人形的自己耶，就是对，所以我才需要找欧拉夫。你会想看箱子蹲马桶吗？88%，我看到了，有人拯救我，太棒了！全部人都被 ban 了，没有啦，讲而已。马桶系加霸道系加兽是什么？霸道马桶兽，霸道马桶兽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霸道马桶兽是怎样？哎，鱼蛋晚安，欢迎你来，欢迎你可以许愿，看想要我画什么。啊，天哪！然后嘞，画个箱子蹲马桶，你们就满意了，对不对？奇怪，我刚刚有画自己，那我的颜色跑去哪里？这里。箱子蹲马桶就是把杂物放马桶上。你说的有道理，不是，我是杂物是不是？太过分了吧！我是杂物哦。原来伊藤绿茶对我是这样子想的吗？你觉得我就是个杂物？天哪，好过分啊！伊藤绿茶，我对你来说只是个杂物而已。我应该要把自己清干净。怎么办？听起来超怪的，把自己清干净。不是，我是要把我里面，不是，我是要把我那个杂乱的部分清一清。算了，怎么讲都没有比较好哎，我不讲话了。需要更粗的笔刷。哎，好，太好了。喂，不要啊！不要知道啊！三次方，你不要知道啊！你知道什么？你是知道什么了？喂，你们冷静，你们冷静。以那种平常彬彬有礼的，跟火蛇这种鬼话连篇、长得又轻浮的，喂，太过分了吧！各位再想想，一定是好，谢谢。不过确实可以懂啦，就是那种平常讲话比较皮，就是那种很轻浮的角色，然后突然被制裁了，然后就不敢乱讲话了，确实是蛮可爱的啦，确实是略懂，但是可以不要发生在我身上吗？各位冷静啊，各位，等一下，我普通的笔是哪一个啊？是这个吗？我觉得我的笔一直怪怪的，是怎样？我
终于需要放大画画了。为什么盖不过去啊？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还是说我换回这个会比较好吗？好像会耶，好像还可以。我自己也这样讲，我又讲什么了？今天没台归夜，真的耶没办法制裁各位了。哎，好可怜，可怜呐、啊！这年头宝箱怪还是蛮难混的耶。师傅咧修理月经啊，坑马桶顶的钢骨箱啊，是确实蛮像的。我在你眼中就只是个工具吗？我在你眼中只是个工具，是不是？不，我甚至不是工具，我只是个工具箱。命好苦啊，命好苦啊！宝箱怪的命真苦。耶！我要准备完成我的旷世巨作。啊！我觉得在厕所里就不用把舌头伸出来了啦，有点太不卫生了。钢骨党谁？我太过分了吧？好，插蜡烛，插蜡烛，好像过生日哦，插蜡烛。为什么感觉我的很多边都不太干净啊？哎呦，看来我对对大家过敏。在厕所把舌头伸出来好色是怎样？有毛病啊？这还好吧？这也色，这又色，这是怎么色？是怎样？要也是在其他地方把舌头伸出来吧，在厕所只是单纯的有一点脏吧。在马桶上过生日，不是，我箱子形态本来头上就有一根蜡烛。没有要过生日，才不是什么生日蜡烛嘞！喂，不是这样子的。停电的时候的蜡烛，天哪！现在我本体头上有个蜡烛，你们要指指点点吗？真的假的？好耶，画好了耶！生日快乐耶！生日快乐！谢谢，万物皆可色，你说的有道理，真拿你没办法。好吧，只要你够有想象力就好，那也没办法。你看哦，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火蛇蹲马桶。停电上厕所，好，我要改名字。这幅画叫做《停电上厕所》哦，对，那个今天画的画我都有存下来哦，我在看等一下放哪里。好耶，停电上厕所。然后我们现在要画的其实有13张，怎么从7变13了？有点快耶。想象力就是超能力，谢谢。下一个什么？披萨吗？是玉溪许愿的披萨吗？好，我们来画披萨。终于可以画一点正常的东西嘞，好感动哦，太感动了。至少是吃的嘛，不是什么怪怪的。好想重画一下。吃那么不健康，怕沼气爆炸，太过分了吧？哪有人跟主播这样讲话的？太过分了吧？哇，这披萨看起来不错哎，对不对？我觉得可以再黄一点，比较有那个起司的好吃的感觉，大概啦。图书馆不正常，很正常啊，只是比较难画而已，但还蛮正常的，谢谢。哎，人就是这样子啦，那个比较怪的、比较不满的，会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就会忘记其实大部分还是正常的，抱歉。好，我们来披萨爱加翁来，你要确定哦。啊，玉溪你可以接受？请问玉溪你可以接受夏威夷披萨吗？你的回答会决定我会不会在上面加凤梨。你的回答非常重要啊，请回答。你可以，好，那我就加咯。我原本是想说，如果你不可以的话，我就更要加。好坏哦，怎么会有这种主播？
马桶不正常吗？马桶很重要，是没错，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画出来被大家说很像在马桶上过生日，所以看起来不正常是其他所有人的错，应该不是许愿的人跟画画的人的错，好不好？咸猪肉甜辣酱披萨也可以接受，听起来还不错哎，听起来就是在台湾的披萨店会推出的口味，感觉还蛮 OK 的。好，既然凤梨披萨你 OK， 我们就来一个夏威夷吧，夏威夷披萨。首先要有火腿，火腿怎么设啊？火腿这好像太粉红了。好，火腿色，火腿应该是切这个形状嘛，大概方形的火腿。你超讨厌画披萨，因为融化的起司跟烤翅翅的面体好难画。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精致程度应该是回避了这些问题？小画家应该是。就是当然厉害的人用小画家一定也可以画出来，但是看得出来以我的画工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有点饿了吼，其实我也是等一下来吃晚餐吧。对啊，我还没买晚餐，不知道几点吃。如果过8点之后才吃的话，我就可以去捡。哎，真实了，好好，再来是那个凤梨，因为是用凤梨罐头，所以好像最后都是长这个形状嘛。把它切小块，大概是这个形状。火腿怎么设？看看自己的腿，真的假的？无他们用 N 墙也是可以。嗨 ，Mickey Mouse， 早安，你好，早安。看到这个洋葱的火腿好像又不饿，太过分了吧？我的画工就只有这样子而已，我的水准就只到这了。不要对你的主播有不切实际的想象。我觉得看起来还行啊。难道我还要找参考图吗？你们知道夏威夷披萨为什么叫夏威夷披萨吗？好像是因为当初发明夏威夷披萨的人，他用了那个那叫什么？那叫凤梨，他用了凤梨罐头来做这个披萨。那个凤梨罐头的牌子，它的品牌名称就叫哈哇伊，所以就叫夏威夷披萨。对，我记得是这样。你觉得很棒，谢谢老爹的肯定。这个火腿就是那个三明治火腿，然后有手撕的，是的确，真的吗？看起来很正吗？好，许愿的人都说可以了，那一定可以。好，比较像德式香肠吗？是这个色像德式香肠吗？不过德式香肠感觉会更椭圆一点哦。我这个确实一副手撕的感觉，哇，手工的手工的不错吧？手撕的感觉可以卖更贵对，当然算了，不要乱讲话。刚好要上班了，晚点再补看大作。好，没问题，上班加油。对，有空欢迎来补看，感谢。夏威夷披萨，还有人有许愿的吗？现在想不起来还有谁有许愿的。手撕的感觉贵50哦，对啊。如果是算了。好，算了，还是讲好了。如果是有特殊爱好的人，感觉会更喜欢绞丝的披萨，但是绞丝的披萨应该蛮贵的吧？哇，马上有一个安内利被卡打你看，我就说一定有这种人，是怎样啊？是不是该有个海底鸡披萨、红烧鳗披萨、土豆面筋披萨？真的吗？你要让我水这么多张吗？我是蛮乐意的，这样可以水好几张其实好像也不错。怎样？我说我的观众嘛，你看我的观众就有人想要脚踩披萨，脚撕的可以吗？是那个脚哦，原来是那个脚哦。好，我知道，菱角披萨，但是没剥，感觉没办法吃好啦，我想一下我忘记我们刚刚披萨外皮是什么色了，但差不多就好。来个火蛇披萨吧，你们都许愿了，我也是拿你们没办法。算了，不要这个色。水个头，我是小画家，没有涂层功能。真的没有涂层功能没有涂层功能能做的事情确实是比较少一点。对，可是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吗？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这个很厉害的话，就是也不会受这个限制嘛。虽然我不厉害那没事了。每一张都要重画一次披萨。水不了，对，水不了，我会笑死，没办法水，真的没办法水，除非我存一张，然后一直重复利用，就存一张阳春披萨。
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火蛇披萨，火蛇披萨要加什么料啊？加我的头发，哇，感觉可以卖超贵的。绞丝披萨好像嘎粉互打之后撕下来的，确实。来，我的头发，哦，好恶心哦，谁想吃？一撮一撮的头发，厉害的话可以画出厉害的画，哦，真的，确实哎，哇，好赞的一席话哦，真的是对耶，够厉害的话就可以画厉害的画哦。加薄荷吗？这确实很像什么香料，然后随便撒一撒这种感觉。阿辉阿曼头路拄做煞，转来厝哦，欢迎转厝。最近过了安怎？有吃饱未？有吃暗顿啊未？吃晚餐了没？我还没，我应该下播才会。我刚刚那张有技术，有算进技术里面吗？我要看一下，等我一下啊，我的美丽图在哪里？1、2、3、4、5啊，对，我有算，好，太好了，好多指甲，感觉会被拿去下咒好恶心哦！你们要去，哦，好恶哦，谁会想吃这种火蛇披萨？就一堆火蛇毛，不知道如果你喜欢的网红猫咪出一个猫毛披萨冷冻包，你会想买吗？应该是不会啦。什么？用给草包的草啊？是吗？假草皮是长这样吗？假草皮不是应该更塑胶，然后全部都短短的？这个吃下去感觉会被刺穿，没错。不要再想吃你主推了，不一定主推，但是不要再想要吃你推了，不要再吃主播了，冷静，大家冷静。主播是朋友，不是食物。哇，伊利晚安！你错过了非常精彩的 CP 图，谁跟谁的 CP 我就不是你没有错过那个意见调查，我要把它关起来。晚安，伊利，你什么都没看到。再见了，伊利。好尴尬哦，死定了。你投你自己瘦，喂！结果是你贡献的吗？原来是你贡献的吗？原来大家都比较想要看我，不是大家都觉得我才是瘦吗？你们这些人是想怎样？成火蛇披萨，然后要烤方的，确实啊，如果是箱子的话，方的感觉蛮合理。什么？我吗？大种兽是我吗？我是大种兽吗？要去。来，我们的脚上面有这个非常精美的装饰。哦，好不会画画。好吧，原来羞耻的一切都被伊里看光了。这什么烂台词，好瘦的台词。原来伊里知道的太多了，那我们只能编600。没有啦，喂，你们只是享受主播的苦难啊？你们觉得成为兽是一种苦难吗？这也太不尊重了吧？讲是这样讲，但我也没有很想当兽，倒是真的。我就怎样，我又怎样？我就什么？火影犬獠牙，火蛇大种兽，什么东西？什么意思？怎么连你也？我以为我们是好兄弟，结果呢？我以为我们是好兄弟，结果你却跟我说转身有急事，骗我！转身也没有拿到急事汉堡。什么叫转身有急事？出口不该当入口，什么意思？喂，没有直男会想被嘟，还是对我来说是奖励？其实我认真说不一定啊，不是我，先说不是我，对，但是不是有直男会想要被女生嘟吗？也是有吧，他不一定要是 gay， 他也可以被嘟啊。我们要尊重，对吧？受当然不是苦难啊，而且不是我如果认知没有错的话，好像在3次元的某些圈子里面，常常有一种烦恼是大家都是0都没有1，好像确实会听到这种烦恼，所以
应该是想要当受，但是没有找到好的人可以读它。对，乐在其中的话就不是苦难。那当然一定是有人喜欢的，好不好？兄弟真香，尤其是烤熟之后，这是送人家走的话吗？不对吧？不对吧？好了，火蛇披萨画好了，不错吧？拿脚当那个披萨边，开不开心？大家开不开心？满不满意？不满意就算了。好，再来要画什么？画点其他东西。可以画什么？我想想啊，必胜客该怎样？该出一个火蛇披萨，真的假的？怎么成火蛇披萨比寿司好做？真的假的？感觉他们会有这种主打口味，是感觉会有。喂，太过分了吧！养宠物鸡，然后过世火化之后说，好像蛮香的，这样对吗？安内干掉，哈，这样不对吧？等一下，计数器，好不容易画了一个，画6张啦，还不到一半呢，怎么会这样？转生有急事，好，就画这个。怎样？你对我的谐音笑话有什么不满吗？我觉得蛮好笑的。你刚刚想的应该可以。你是说那个就是如何实体化吗？菠菜面团青酱陈年火腿，然后白乳酪烤好之后淋黑松露酱，我觉得可以耶。如果我变够大尾，可以出联名披萨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我会想吃。不过如果自己出联名披萨，自己还不吃，那是也蛮过分的。吉士汉堡的面包，好吧，这个色有像吗？好像还可以，转生有吉士，用身后的 buns 加一个吉士汉堡，你不要偷教大家英文，这样大家英文会太好，不要这样。哎，伊利，原来你也是这么爱乱讲话的人吗？食材没有昨天讲的贵。不过如果是一般那种连锁店的汉堡的话，应该都很扁吧？然后没什么料吧？对不对？就是肉也是扁扁一个，就扁扁的，好扁哦，这样哪吃得饱？好扁哦，偷工减料饱，然后就面包了。很抱歉，但不会改，太棒了，就喜欢你这个端正的态度。没错，我们就是只要不偷不抢不犯法不杀人不放火，你就叫其他人少啰嗦。我要怎么过生活不关你的事，我就是喜欢臭。来，这才是连锁店的汉堡，扁扁的，没什么东西。学到新单字了，谢谢伊犁。对。不是啊，不然就是那种小小圆圆的面包啊，对不对？一定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大家不要想太多，不要学太多，不然我很难解释。有又烹，我很难跟你爸妈解释我是怎么把观众教坏的。直接假北巴也在假啥没错，我觉得他们就是这种策略，就是小小扁扁，哇，好扁哦，还原的真好，很真实哦。没错，这个面包也是扁到不行。cake 也没有cake 有其他的意思哦。cake 还有什么意思？我怎么不知道？cake 还有什么意思 ？cake 我查一下。哇，不知道呢，没有人告诉我。哦，居然是色色的真的哦，我以为 cake 也是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意思啊？奇怪了，这是什么老的牛肉鸡翅堡？我没有说啊，我还是蛮也没有说很欢迎业配，但是我没有要臭，只是对，就是大家可能生活中总是会遇到长这样的汉堡，我没有说是谁，哎。可能有人喜欢，觉得很可口，原来是这样子啊，好吧，所以大家就是已经觉得，因为大家太喜欢吃精致淀粉跟那个高糖分的东西，所以觉得那个 buns 已经没有那么可口，要换一个更可口的，比如说 cake 这样子嘛。那我接受，那我觉得有道理，我被说服了。这个吉士汉堡，我觉得看久了蛮可爱的
大家觉得吗？我觉得看久了真的是蛮可爱的，它扁的很可爱。就像那个前几天伊里传了非常可爱的青蛙给我，也是超扁的，好可爱哦。对，唐图分享。对，可能因为伊里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啊，真是最了解我的男人，天哪！好，超扁吉士堡。对啊，那个蛙饼好可爱，是一个青蛙，扁的跟一块饼一样，天哪！真想把它抓起来玩。大家懂这种感觉吗？可以想到 BL 漫的一些设定，可以分享，可分享，我 OK。等一下哦，这个叫转生有急事。好，我们那个作品取名字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第7章，好，哇哇马吉是的，耶，第7章。犯罪绅士说三明治是越薄越高级的事，我忘记这一 part 嘞。但是对我确实记得犯罪绅士的那一段剧情，好吧，有点太久没复习了，但我印象中也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而且他蛮帅的，我觉得犯罪绅士蛮帅的。我想再来画什么啊？来画那个吗？刚有人提到寿司是不是？好，来画寿司。算了，有人提到 cake， 我们来画 cake 好了。突然好想画蛋糕，我们来画个什么蛋糕嘞？很帅，真的很帅，是蛮帅的。我英蛮喜欢我英里面的一些设定。最近是不是我英有新的系列啊？非法英雄，很想看，但是对，非常想看，但是还没有找到机会去看。非常能够理解拉布拉多，是拉布拉多吗？不是 Love Lover 吗？不是，是会翻成拉布拉多吗？我以为是拉布拉巴。我是拉布拉多，拉布拉多是狗吧？我要干嘛？我要画蛋糕。对，那好像是外传，但是看起来也很有趣耶。不是拉布拉巴吗？那是小女孩吗？不是小女孩吗？我以为她只是外观比较像小女孩，不是拉布拉多。我就想说奇怪，怎么哪里怪怪的？好爽哦！终于，平常都是我的观众在纠正我，终于可以换我纠正观众了，好爽！来，我们画个粉红蛋糕。对啊，我记得他是成年的吧？没记错的话，不然感觉那个绅士很犯罪哎，应该是成年的吧？他只是体型娇小而已。就像有一些欧美人在他们眼中的亚洲人仿佛都不成年一样。怎么又唐突？不知道是在凑什么意思的，想怎样啊？陈火蛇。对，犯罪绅士不是这种犯罪，不是这种就完全不帅了哦，这种 bad 哦，太 bad 了。没记错的话，欧美好像有这种彩虹蛋糕，是不是？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吃到，感觉是想要什么很梦幻、很缤纷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彩虹蛋糕。没吃过哎，感觉就是加了一堆应该不是感觉，一定就是加了一堆食用色素，不晓得好不好吃。对，但确实好像还长得蛮可爱的。彩虹蛋糕，骄傲月可以吃啊？那一定，感觉骄傲月一定会吃这个，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哦，真的哦，台湾前几年有流行过，这我不知道，有流行过彩虹蛋糕，超难吃，这感觉就是不需要好吃啊，这感觉重点就是在于它的外观而已，对，主要是它的外观，可能好不好吃已经不重要了。整个舌头都是缤纷啊，对，一定的，感觉这个那个叫啥？那个感觉这个食用色素加超多哎，吃起来一定是整个舌头都变色吧？光是大家如果有吃那个 M&M 巧克力的话，舌头就会变色了，对，那是肯定的。但毕竟是食用色素，所以应该基本上是可以吃的。哦，现在就是骄傲月啊！哦，我没有特别留意过这件事情哎，因为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情。对，虽然就是该支持平权的肯定是支持平权，但我没有特别留意。对，我觉得不一定要等到骄傲月再来正视这件事情。
之前绘师画身材凹凸有致的布卡被出征，我有看到伊藤绿茶有参与那个战场，我有印象。日本跟欧美国家都是办在6月，台湾是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哦，好，我记起来，可以蹭耶！身为 VTuber， 有什么特殊节日或是也没有或是，就是只要是有点特殊节日，肯定是要蹭一下，哈哈！太好了，记起来，下次可以蹭。对啊，不过为什么台湾骄傲月为什么是10月？不晓得，这我不知道啊。因为彩虹旗是6色，所以是6月嘛？是这样子吗？摩根费里曼访谈是什么？是哪一个访谈？蛋糕上面要有什么？鲜奶油是不是？鲜奶油花我不会画鲜奶油花，哇，好丑哦，超丑的。好，不会画鲜奶油花，我们插个那个巧克力牌子好了，插个什么爱心。好啦，看起来可以啦，看起来可以摆到橱窗里面卖了，还行。然后呢，写个什么？写个 love， 好 love， 耶，好棒，耶！只要写上英文，看起来就变高级了呢。这是我最喜欢的外国的月亮比较远。谢谢你喜欢台湾，按错了，先储存。这个叫彩虹蛋糕，耶！好啦，看起来还蛮像蛋糕的啊，看起来像蛋糕，没有问题，好赞哦。好，耶！欧美骄傲月在6月是因为10强运动哦。对这些历史我是真的没有什么在读书，没有在做功课，所以我还蛮陌生的。对，那没关系，猫可以补充，对，可以补充给大家知道一下。那我下次开蹭的时候也可以先做好功课再开蹭，这肯定，不然有点太可恶。好，刚刚那个技术应该有记进去吧？突然很计较是怎样？有。好，我们继续，再来要画什么？还可以画什么？好，我们来想想看哦，好像好，你提到 DC， 好啊。如果有需要开那个其他针对某些议题想要开专门的频道，你们可以在许愿池许愿。对，我可以开啊，但是你们要直接放在闲聊区也 OK， 我觉得都行。好像有人想要我当女仆，是不是？那我们来画个蛋包饭好了啦，蛋包饭可能还算好画吧。首先呢，要有一个蛋包，哇，好完美的蛋包，好会画画，不会做菜但都会画画。然后嘞，蛋包饭哪一种蛋包饭啊？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咖喱蛋包饭的，因为我很喜欢吃咖喱。我有跟你们讲过我喜欢吃咖喱吗？是不是没有？真的假的？我没有跟你们说过我怎么感觉我没跟你们说过我喜欢吃咖喱啊？还是有啊？有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我有点好奇。没有对不对？我没讲过，真的我没讲过我超爱吃咖喱的哦。我之前高中的时候，有时候就是去上学，那个早餐时间非常饿，然后我会吃那个超商的咖喱当早餐，很特别吧？原本是我有一个同学会这样做，然后我看一看之后发现其实好像蛮有道理的，好像可以这么做，对，所以我就学会了，我就学会在早餐时间吃微波咖喱，主要是因为也只有微波的根本没有别的可以选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不太画盘子，感觉很饱，可能那时候在发育吧，没有啦，从那时候就很贪吃，所以就一早就想吃，没错，算了，不要用咖喱好了。虽然我很喜欢吃咖喱蛋包饭，可是感觉如果是女仆咖啡厅的蛋包饭的话，好像还是一定得是那个番茄酱吧，不然感觉好像就怪怪的。那我们还是把它改成番茄酱吧。好，番茄酱。突然好想吃咖喱哦。
有连锁早餐店有卖类似的饭类料理还不错哦。对，确实，它就是早餐时段也可以点得到，就是比较像正餐类的饭，还蛮赞的，还蛮赞的。我突然发现这个什么，我突然发现这个盘子其实有点小，对不对？好像没办法画盘，因为女仆咖啡厅很重要的是要可以画盘，给它大一点。哇，法式料理，东西少少，盘子大大，完蛋了！这些抹黑法国人要被出征了。希望酷可以发一个影片来骂我，这样我就又蹭到了。喂，乱讲话，乱讲话，死定了，死定了！晚餐是 Sukiya 的咖喱，哦，好像蛮好吃的，好想吃哦。很久没吃 Sukiya 了，但是 Sukiya 的咖喱确实很爽，就是它的食物介绍就有写啊，它的食物介绍就说是那个推荐给想要吃到牛冻的牛肉，但是又放不下咖喱的人可以来吃。对，哎，这我超好吃的，我好饿哦，救命，好饿哦。好，我考虑一下，等一下要吃什么。好，来画盘吧。我要写什么啊？感觉写。我知道有一些喜欢骂倒系女仆的会想要女仆在上面写什么心呢之类的，但是感觉太凶了，我们不要这么凶，我们写个可怜，就感觉很凶啊，可怜，可怜啊。好，然后画盘要画什么？画一个阿慧，阿慧，一个凶巴巴阿慧，然后笔页，哈哈，被我骂了啊！我连笔页都画不好，我有什么用？也是这样比吗？啊，好可爱哦，好会画画。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的头发，哇，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哎，不错哎，好敷衍的画盘哦。还要画什么？我觉得好像可以嘞。Coco 的咖喱也可以选火锅肉片哦，真的假的？我好像没吃过 Coco 哎，可能比较贵，所以我没在吃。我不知道，我好像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吃过 Coco 的咖喱。好，有机会应该吃吃看。蛋包饭上了预告函，哇，这是什么犯罪预告吗？太可怕了吧，太可怕了吧！法式套餐会觉得东西少少吃不饱，是因为很会吃。哦，少数情况是因为你很会吃，大多数是因为你穷，有道理。是因为太精致，点不到会饱，懂吗？哦，完整的套餐是小点、前菜、主菜、甜点，中间一瓶酒，一道一道慢慢上会饱。哦，确实，一道一道慢慢上的话，延长你那个用餐的时间，确实还蛮容易饱的。好，这幅画就叫做画盘本当上手，好可爱啊！本当上手，耶、好会画盘的火蛇，赞！哇，我可以开女仆咖啡厅了，好开心。Coco 的味道觉得还不错，菜也能加很多。好，有机会一定试试看。既然是最懂我的男人伊里推荐的，那我也只好试试看。好，还可以画什么嘞？来，给点建议，可以画什么？欧洲那边一餐可以吃到3-5个小时，好久哦。哇，那感觉蛮悠闲的，就是可以慢慢的享受食物，好像其实还不错。的确，如果是特地要享受食物，要吃一餐好的，那好像确实是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对，然后蛮推荐大家就是在真的要好好吃饭的时候啊，在开始吃饭前，不妨也先用鼻子好好闻一下食物的味道。可能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啦，可能只有我啦，但是就是因为吃个东西都很赶，然后就是会想要赶快把它吃完，所以甚至是连那个好好闻一下食物的味道都没有。
对，那偶尔就是可以特意提醒自己稍微放慢一点。对，先闻一下，看一下，欣赏一下，感受一下食物有多好吃，然后再慢慢的享用它，好像也不错。对，虽然我自己可能短时间内还是做不到，但是就推荐大家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如果突然忘记怎么悠闲的吃饭，可以先从闻闻它开始。会不会一开店就被里屋拿着铲子架来当厨子？不一定要等里屋，我直接把你从那个衣柜里面连衣柜一起绑过去。对，反正我也不会做菜，只能靠你了。对，就靠你啦，该缴房租啦。伊里会食物跟茶都会先闻味道，没错，好像好好享受食物确实应该从这个开始。对，然后就是那个享用不同的餐点之间也可以喝个水，把那个上一道的味道，把上一道菜的味道先就是稍微给它消掉，喝个水。然后就是再好好的吃下一道，蛮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么做。不要和你一样吃东西太急，把胃搞坏。好，我觉得我蛮危险的，因为我吃东西确实也都蛮急的。对，虽然我现在确实是有试着要叫自己吃慢一点，对，但就是还在那个改变的过程中，还需要改进一下。好，突然不知道画什么，有点饿，就来画一堆吃的好了。什么大师？什么大师？哦，你说大叔吗？大叔。就是为了工作，好像就是大家都蛮容易会这样子吧。就有时候为了工作，可能就是会不小心稍微虐待到自己的身体。对，应该蛮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的，所以下次小心一点。每次看到有人在嘴摆盘，就会想说，这种价位的餐厅，这种品质的食材，这种功夫的主厨做得出来，香味顾到了，还可以注意到色有道理。有些人就是也没有想要花很多钱，但是要求就一堆，各个领域都不乏这种人对啊，就是几分钱几分货，确实。对，那我觉得，如果我是不想要花太多钱，就想要吃到平价料理的话，那最不重要的应该就是摆盘。我是这样想啦，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如果你觉得摆盘比食物的味道还重要的话，也是有这种料理啦，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下，也是有这种餐厅，就是食物的味道不怎么样，但是它摆盘摆得很漂亮，可以给你拍照用。对，这种也是有，认真找一下也是找得到，所以就是自己想好要什么，你不可能要便宜又要好又要服务好啊，又要怎样的，不可能。对。放线还活着是这样讲吗？健康也很重要啊，活得健康啊，大叔。对，你想看到阿慧变破万人大台，我也要，我非常期待，我非常希望可以。怎么感觉在摇晃衣柜移动中？没有啦，我还没有钱可以开咖啡厅啦，不要紧张。如果你感觉到衣柜在摇晃，应该不是我要把你拖去咖啡厅，应该是要把你拖去丢掉了。对，好，来画什么？来画个衣柜算了。好，来画个衣柜，好，来画个衣柜，好棒哦！你也蛮讨厌什么什么的那种的，只是好看但不好吃。我觉得最可恶的是，如果他没有先让你知道它是好看不好吃的话，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想要吃是好吃比较重要。对，结果就是如果你是怀着想要吃好吃的东西的心情，结果发现它是好看而已，然后不好吃，应该会蛮伤心的。对，所以的确希望他可以直接标榜就是自己是好看的，然后可能不好吃这样子，那就没关系，就是谁爱吃谁去吃。对，我觉得 OK。衣橱怎么画？我看一下我的衣橱长怎样。好吃爱甲行啊来啊！确实齁，有时候真的是长得没有那么 fancy， 但是在地的那种老店什么的啊，不是，如果你是在地人，你就应该早晚会知道它有多好吃。没错，蛮喜欢那种巷弄美食的。对，而且也没有而且啦，就是确实不乏很多巷弄美食是很好吃的啊。去过一个沉浸式餐酒馆，味道不错，但量太少，吃不饱，感觉价格都在气氛状况。对啊，蛮常会有这种状况的。对，感觉就人就讲那是在吃装潢的，对啊，有一些店就是人会讲是吃装潢的，它就是给你那个气氛优先于它的分量，或是优先于它的食物美味程度。对，的确也蛮多这种的，所以大家要慎选。对，我觉得巷弄美食真的蛮赞的，就是它应该不太会有吃装潢的问题。
对，然后如果它可以在地生存很久的话，应该是蛮有料。哇，好，我决定我等一下去找个看有没有平价小吃可以来吃好了。哎呀，假 K 婚假中红，对啊，没错啊。色香味平衡最重要，为了重其一放掉其二很可惜啊，原来如此。比较讲究味道的吧，有些人是讲究分量，有些人是讲究味道，有些人是讲究装潢。有些人是讲究装潢，有些人是讲究摆盘。你知道，不是每个人的舌头都是有在运作的。哇，这样讲好凶哦！不是，就是每个人对那个味道的敏锐程度是不一样，所以有些人可能，像我自己也是，如果我去喝那种如果真的让我去品鉴那种非常高级的咖啡，高级到一个程度，我也是喝不出来，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不需要喝那么好的东西。对，有时候是这样子，没错。所以每个人在乎的点也是不一样。呼噜同学，阿慧平安，呼噜同学平安，平安，平安，欢迎。如果要吃难吃的，就吃自己煮的就好了，真的对，你说的有道理，花钱还要吃难吃的没错。如果花钱去外面吃，确实就是会期待可以吃到好吃的，自己做不出来的，对，确实。会用巷口路边摊很好吃便宜，然后嘴摆盘蛮好笑的。你去巷口路边摊，你会在意摆盘吗？你去吃一个鸡肉饭，你会希望它的鸡肉可以一丝一丝排好，排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形状吗？排成一张阿慧的脸这样子吗？怎么可能啊，有毛病啊！你会希望它那个油豆腐端上来的时候，油豆腐像堆积木一样给你堆成一个漂亮的城堡神经病！对，确实，还是出人一个，吃饱又好吃，便宜又大碗是你的选择。好吃很重要啊，然后确实就是也不会每一餐都是想要为了讲究味道，就是有时候不同的心情就会想吃不同的料理，也蛮常就是我自己啦，也蛮常就是会很确定我没有想要吃很高级，因为有时候比较高级的或是比较搞纲的东西，你就是要坐在那边等它做很久，或是你要慢慢吃，你要特意花时间去享受它。有时候就不是想这样子，有时候就是想要它味道不错，然后又可以很容易的赶快把它吃完，然后分量又足够，然后就可以赶快去工作。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心情，没有错。对，所以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要吃什么，你不要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就是用不合理的价格想要得到不合理的服务，那你就是会被骂。对，没错。好，我们这个用什么捆起来呢？用铁链怎么样啊？我们用铁链捆起来，准备拿去丢掉啊！哇，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画铁链的方法。哇，好怀念哦！最喜欢这种小时候画画的感觉了。巷弄美食评分标准看起来像住家，家族经营，对，家族经营，然后尖峰时刻会吵架，没错，这看起来就是猛的，这就是猛的，这一定是最猛的。来，我铁链都这样画，哦，就是一个是可以看到铁链的，然后隔一个就是横的，哦，这样子看到它的横面，有没有？铁链就画出来了，教大家画简笔画，对，皮蛋豆腐雕花。想太多。高级餐厅料理摆盘是菜色配合当下，对，它是为了整个气氛，所以当然会摆盘。可是你路边摊摆盘也蛮怪的吧？如果你去吃一个家族经营路边摊，然后你发现端上来的皮蛋豆腐居然有雕花，你不会觉得这是怎样？他等一下会收我900块是不是？会吓死会想说啊，等一下付钱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皮蛋豆腐要900 ，Oh my god！ 我还真不敢吃，我还不敢吃呢。总不能端一口水泥混大便的羹，然后很香很好吃，但是很难看。对啦，就是要符合气氛。存钱去吃奇怪食物，孔雀肉、绿鬣蜥、蜘蛛、蜜蜂、面包虫，感觉绿鬣蜥我不知道，感觉面包虫跟蜜蜂好像不会太贵耶，感觉好像有懂吃虫的人应该知道门路，好像买得到。不是我啊，我还不懂，我不是说我怎么说海，我不懂吃虫，我不懂吃虫。你铁链也这样画，好，不错吧？轻轻松松画好铁链，柜子里变封印了，没错啊。那我顺便再教大家，我小时候最喜欢画的一个东西，就是小时候不是大家都会画课本嘛，都会拿课本来画，然后课本上可能就有一些作者，或是也没有或是，就通常都是作者，然后可能是一些古人、一些人物。然后就会在古人的脸上乱涂鸦嘛，一定会有的。
对，然后我小时候最喜欢画的乱涂鸦，就是画一根剑，这样穿过去。哇，我还有配音呢，我真可爱。对，画一根剑这样穿过去。小时候最爱画这个了，好怀念，超爱画的。蚂蚁酸酸的不好吃 ，Oh my god！ 大叔也有吃过蚂蚁。好，现在只剩下我没吃过蚂蚁。哇，星野依依，晚安晚安，你好，晚安。吃着晚餐，点进来听到很美味的话题很美味吗？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啊？对对对，都在聊吃的，那确实是蛮美味的。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聊着聊着就聊到蚂蚁去了，我的天！我是知道酸酸的啦，但我其实没吃过。有，总有一天一定，总有一天一定。主要是我也拿你们没办法，总有一天会吃。对，衣柜里的居民如果没有被一箭穿心的话，可以敲3下。哦，没敲耶，完蛋了，完蛋了，好赞哦！我好爱这幅画哦。有一种那个暴富的快感啊！对了，星野依依，因为我们这个计数器它只会看得到晚安，所以它晚上好还是看不懂的。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让我多画一张图的话，就是可以帮我说晚安，这样我们的计数器才会把它算进去。好，听到很多昆虫什么的，好像蛋白质很丰富。确实啊，确实昆虫好像是一个不错的蛋白质来源哦。有听说以后如果要解决粮食危机的话，那个养殖昆虫可能会是一个解决方式。对，我是不确定啦，我是不确定。对，但是如果他处理过，然后看不出来是虫的话，可能大家也不会那么，我说大家包含我，对，可能就不会那么害怕。是的，耶，一箭穿心。哇，是冰角呢，山葵冰角，晚安晚安。好赞哦，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我们来画画了。好啊，对，然后那个星野依依跟山葵冰角两位就是那个可以许愿，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看我画什么的话，可以许愿。对，换肉率最高的食材，对对对，还有一个东西叫换肉率嘛，应该就是你给它的那叫什么？就是你给它的饲料可以换到它多少的肉的这个比例，好像也是蛮重要的。对，没错。补一点红红的液体是不是？太残酷了吧？这个太残酷了吧？好残酷哦！我怎么会画这种东西？讲归讲，还是画了啊！存档，哎呦，不是，你怎么还在讲话？看来你没事。好，好，第10张，不过我们要画到16个。好，9月晚安晚安，欢迎你来。原来是9月啊，晚安。前阵子听说什么蟑螂奶的营养比牛奶高6倍，我不想知道不要在喝的包装上看到蟑螂，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直接把图片放上去。对，当然他那叫什么原料那边一定是要写啦，一定是要让大家知道。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直接放在包装上，因为会排斥的人毕竟应该还是很多。对，比如说我，对我就是看到我就不敢喝。对，不知道，也许未来大家就会接受吧，也许那会是未来人的日常。对。一定是番茄汁啊！问就是番茄汁，就是刚刚那个不是有一幅是女仆咖啡厅的蛋包饭吗？是那个番茄酱，是那个番茄酱。不要紧张。刚刚竟然听到说晚安可以加东西，还不知道我在干嘛啊？没事，你现在知道了，就是多画一个东东，对大家可以许愿，希望我画什么啊？不然就是我自己随便想，对，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鼠会台。对，9月也可以许愿哦。嘴上说，身体倒是很诚实。哪个部分？突然自己跟不上啊！一直跳跃式聊天，就一直跟不上先前的话题。欧美取名艺术可以参考亚洲，可怕的食材都很多替代名词，那倒是。没什么想法，画自画像可以吗？心目中最好的自己，好，听起来蛮有料的。心目中最好的自己，马上来画画看。心目中最好的自己哦。我想要沐浴在钱堆里面，这样子可以吗？好贪婪。好，我来画画看。好啦，挑战一下画人形的自己好了。人形火蛇，看起来好奸诈哦，是怎样？然后我的美丽的瞳孔。
不是美丽的瞳孔啦，这其实是角膜啦，美丽的眼瞳，好吧？我怎么长这样？我怎么长这样？好好笑哦。好，没关系，我们秉持这个鼠会可以怪设备的原则，滑鼠就很难操控啊，我哪有办法？天哪，我长得好疯狂！我看起来好凌乱哦。画一颗冰块，你觉得透明的东西很难画？我觉得要在小画家里面画出透明的东西，有一点强人所难。我尽量，我把自己往下移一点。哎，电绘好方便啊！想到以前的成句，我迷人的五官是你犯罪的开端。哎，是，我迷人的五官就是各位犯罪的开端呐、像是有那个什么潜入主播的家里，潜入衣柜里的，虽然刚处理掉了哈，但是的确啊，这可是犯罪行为啊。脸型是不是有点车力巨人的感觉？太过分了吧！太过分了吧！你这样叫车力巨人情何以堪？有没有想过车力巨人的感受？他可能不想要长得跟我像让人家会伤心不要这样吧。迷人的五官，真的好迷人哦，好迷人哦，是怎样？然后啊，我想要用这个黑色的线。耶，火色 happy， 好 happy 哦，怎么长这样？然后我要沐浴在钱堆里面，钱堆好难画哦，我想想看可以怎么办。太美了，太美了，没错，美翻天。这感觉很哑巴呀。总之这是钱堆哦，这是金币哦。好好笑哦！我的天哪，双手比耶怎么了？双手比耶怎么了啦？代表双倍的开心啊！好像不错直接这样子好了啦，真的是沐浴在钱堆好爽哦！脸可以，但脚脚不给过。脸可以吗？脸可以吗？我甚至没画眉毛好，有眉毛了，好帅啊！对吧？沐浴在钱堆里面的自己，没错，真的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自己，发财了。好啦，脚要给它那个对称一点，然后还有脚饰要画上去嘛，对不对？对，我没画耳朵很可爱哈，很可爱，没有怎么了，那没事，那没事。你们有喜欢画阿慧双手比耶的哈，可以画，可以画。无所谓，欢迎都欢迎，爱怎么样都可以。好，不错吧？该有的有了，迷人的五官，很帅哦，很帅哦，耶！心目中最好的自己，好棒的，好棒的题目，爱死了，好赞哦！救命！最好的，心目中最好的自己。哇，小时候如果美术课有那个什么自画像，然后尤其是老师说你可以发挥一点想象力的自画像，那一定要画沐浴在钱堆里的自己哦。是左边比较长是因为这个啊。好，那我们改一下。我们把它等等啊，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以目前这张画的这个样子，看起来是我把另外一只脚锯短一点比较容易啦。可是我实在是很不想要在大家的面前做把脚锯短这种事情实在是觉得不太对好，
这个我们你们什么都没看到，你们什么都没看到，你们什么都没看到，耶耶！小时候美术课画这个会被约谈吗？这还好吧？这表示很早熟啊，很早熟啊，又不会怎样。你要采收一点回去做药，太过分了吧？你们是怎样？开放排队是要排什么？是要排聚脚还是什么？已购买小孩，计划通，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城府这么深哦？你想这么远哦？太过分了吧？老师，你要确定哎！哇，我们轻生了，这虐待最狠，我的天啊！好啦，我们画11张了，好棒！好，再来是 Wasabi 边角许愿的一颗冰块，一颗冰块，冰块吗？来试试看，谢谢欧拉夫，真的假的？啊，会被约谈是因为在洗金玉，太那个吗？太资本主义，太奢华，太糜烂，太迂腐了，是不是？冰块应该是画得出来，冰块应该是难不倒。我们给它哦，好吧，透明是有点难画，那倒是。我想想哦，我怎么呈现出来的透明感呢？难道我要认真的找个资料吗？难道我要认真的看一下冰块长怎样？好难画哦，是怎样啊？让我看看，好难哦。好吧，我没信心。我们还是画个看得出来是冰块为主，轮廓用白色是不是？我在想透过去的那个对面啊，是不是应该给它一点暗色？透过去的另一面，是类似这样吗？怎么突然在认真画画？好怪啊！这样有吗？这样有那种感觉吗？我也不晓得，因为你也不会画，只好刁难别人。没事，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说不定我就发现啊，我可以直接改当绘师这样子。不可能，不可能，没那么厉害。这样嘞，笔刷开大哦，刚刚那个吗？好啦，我们还是认真试一下，看可以做到多好。既然只有一个冰块，就给它画好一点。这个好像不错哦，有一个自己很会画的错觉哦，蛮开心的。好，再给它，我想想啊，吃回来一点，这样怎么样？好像有料哦，有个 feel 哦，有一点以为会画画了。然后是这个，这样吗？给一个咕溜的感觉，阴影有，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好爽哦！我会画画哎，我都不知道我会画画哎。咕溜，好像太咕溜了，再一点。咕溜 ，too much 吗？好像还行哎，好像还行哎，哇，好像还行哎，膨胀了，膨胀了，膨胀了。然后我们想要给它有一点融化的水，怎么样？感觉应该可以来一点融化的水在这里。白色重一点去挡住暗色，好啊。哇，观众教画画，好爽！赚烂了，赚烂了！挡住暗色是不是？那我们还是开大，最大只有这样吗？奇怪，不是要有一个更粗的吗？这样子不行哎，压不住哎，好吧，我们还是用这个。哇，好像有，好像有，好像有。哇，好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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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它最亮的地方，给它真的有那个全白色压住。哇，是冰块耶！是冰块耶，太棒了！哇，那等我收益化，我是可以开那个会员头贴了。突然敢开了，好赞哦，好赞哦，怎么那么棒？不是选错色，它直接融为一体。
越暗的地方有月亮，什么意思啊？这好像有点。中间白色的末端改圆角，圆润一点。中间白色的末端，我想一下怎么做哦。改圆角要怎么改啊？有点不会欸。试一下，是怎样？这样子，给它一个这样子的圆角是吗？然后嘞，再用白色压它。有一个角在这，看得出来吗？这样看得出来有个角吗？电影会出现的广告，什么广告？什么意思？越暗的地方你越亮的地方你越暗的地方你越亮，是说那个看电影滑手机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有圆角吗？哦，是广告的，是在卖广告服务的广告，是这个意思啊？哇，不行哎，我觉得我的绘画能力快到极限了，还只能做到这样子，有点不知道圆角要怎么画比较好。啊，不，这个嘞，给它一个有点透明的圆角。哇，这样比较好吗？好像没有哎。这样子嘞，这样子好像还可以，算了，就这样子好了。好，我放过自己，感觉还行啊。我们那个水再改一下好了。虽然说水其实不是蓝色的啦，应该是透明的，但我们给它还是稍微给它明显一点。然后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影子吗？想看《星之谷》哦，好像确实最近有，但我没算了，不加影子了，我觉得加影子不会比较好。啊，你们哦，那就是我太少看电影了，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好，我觉得冰块可以耶，我觉得冰块可以耶。我是给自己过啦，不知道许愿的瓦萨比边嘎觉得怎么样？感觉还行啊。好棒，又画好一个了，耶！再画5个就可以吃饭。好，再来要画什么嘞 ？Nice eyes， 好，谢谢，感谢肯定。被会画画的人肯定了，那应该是会画画，应该没问题。很强吗？很强吗？哎，过奖了，过奖了，谢谢啦，谢谢。还可以画什么？还可以画什么？好啦，不瞒各位，其实我现在在偷喝饮料，对，就是那个假装减肥，但是还是喝了有糖饮料的部分。我们来画个手摇杯吧，手机没电先下，好，没问题。那个叫什么？衣柜里面有充电线啊，自己拿啦。但是没有插座，所以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好的，我们来画手摇杯。手摇杯，手摇杯好像其实也构造也蛮单纯的嘛，就是呢，因为我喝没料的，所以是细吸管，好细哦，好像有点太细了。然后这里就是这样子嘛，然后，修一下。手摇杯通常就是有个斜，好像有点太斜了，但是看起来蛮漫画的，看起来还不错哦。然后手机电量剩多少会焦虑？唐突广告，没错。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街访系列的话，里面有一支影片，就是问大家手机电量剩多少的时候会焦虑哦。还问了一些 VTuber 朋友们，就是关于手机电量剩多少的问题。还不错，还不错，我自己也蛮喜欢那一集的。没有，我每一集都蛮很喜欢，很喜欢才会放出来给大家看的。大家等一下我下播之后可以去看。手摇杯，通常杯身都会设计一些自己的品牌什么的嘛。阿慧牌饮料，阿慧如果开手摇杯店会怎样？我想一下哦，感觉会有个红色系的部分。因为才有火的感觉，然后随便捏个 logo， 有一个火焰跃动的感，好丑啊！有一个火焰在跃动的感觉，跃动还是跃动啊？不知道，中文不好。有一个火焰在扭动啊，
好想吃牛冻，也看起来有模有样啊。哇，这感觉喝起来是辣味饮料哎，是怎样？这是那个吗？尾韵有拖鞋味的咖啡。人家是我是龟，不是我是灰记吗？我是灰记吗？好像不错哎，好像不错哎。好，我们的封膜要什么色啊？是说如果你把那个封膜拆下来，然后那个用参考折纸书上的方法，把它折成那个大家折纸会折手里件的话，算不算一种封膜手里件？烂透了，好烂的笑话。我们继续，哈哈，好棒的笑话。杯子上要写什么？杯子上画一个阿慧，不要再画阿慧了，好累啊。杯子上画什么？不知道。杯子上写个笑话好了，然后就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在这里，然后这边是那个笑话的，就是可能是猜脑筋急转弯，然后解答在这里。接受挑战，你还用封膜折手里件，真的假的？好想看哦，超想看的。好，我们期待伊里的精彩表现啊！我知道，如果是这种上面有写笑话的封膜的话，就会再配一个什么可爱动物图嘛，对不对？好像通常就有一个小的可爱的，可能是漫画，就是一个漫画风格、插画风格的人物，或是画一个可爱动物这样子。那我看大家应该蛮喜欢猫咪的，画个可爱猫咪，火柴的猫咪，好可爱哦！画猫点睛，好。画好了，耶！一杯手摇杯，好，看起来真不错。咖喱波别超车，好，再来可以画什么？不知道，挖个耳朵，喝个饮料，来开放许愿。好，有人要许愿吗？有人要许愿吗？没有，我就要随便画啦。还可以画什么？潦草的猫，可以啊。哦，你是说刚刚那个封膜的猫很潦草，是不是？好啦，我们来认真画个猫啦，认真一点。好，我知道。我打开我的手机相簿，找一张我家的猫来画。等我一下。看哪一个比较可爱的？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啊，就长这样而已嘛。他本人就长这样，好像也不能太挑剔。真可爱。我看一下，好难画哦。因为猫咪的肢体有时候还蛮扭曲的，所以要把整个肢体画出来其实蛮困难的。啊，试着画我家的猫好了。想想哦，玳瑁猫很难画哎，颜色一堆，毛一堆，确实是毛一堆。不怎么样，超好笑。没有，我平常就是这样对待它，不能把它宠坏啊，让它知道它也没什么了不起。好坏啊，反正它感觉也不一定有在听懂。啊，这个脸型好扭曲哦。可是我看起来就是真的是这张照片，不知道为什么它脸超歪的。好，我继续画，我继续画。我想想啊，这样子，它耳朵好大哦，它耳朵怎么那么大？确实啦，是毛色杂乱的很可爱，没错啦。好像说在猫咪的眼中，就是对猫咪来说，好像玳瑁猫是很漂亮的猫，是不是？好像有这个说法啊，我不是猫，所以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给大家参考。好像有这个说法，虽然可能人类比较喜欢什么纯单色的猫，但是好像在猫的眼中，是玳瑁猫这种猫反而比较好看，它们有猫咪审美。花色越杂越漂亮，对啊，好像是这样说啊，玳瑁猫就真的是什么色都来一点，对，所以就是猫咪之间的评价好像很高啊。啊，我要画身体嘛，好难画哦。好吧，还是得画，还是得画。想想啊，身体，好吧，大鸡腿，
猫咪有一个大鸡腿，真是蛮可爱的。前一秒才在那边讲不怎么样，然后又在说好可爱。我平常就是这样子。希望他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变成焦虑型依附人格，应该不会吧？然后他的手，哇，到底在画什么？到底在画什么？好，我想想哦，它可以锁定透明吗？不能，因为它根本就没有透明，笑死！怎么办啊？不能锁定透明哦，好难画图哦。它可以透明选择，什么时候有透明了？我都不知道。哇，这我要怎么继续啊？我要真的当成是在纸上画画呢？好吧，是时候返璞归真了。我应该怎么画啊？好可爱啊！你家的猫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会等门，好可爱哦。虽然我家的也会，但是它会迎接，但它迎接的时候还蛮吵的，它就一直狂叫，它就一直在门前面狂叫。它知道我们回来，就在那边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对，但确实想一想是蛮可爱。花色太杂，以至于不知道怎么开始画它，好吧？总之我们就换个笔刷。好像不是很满意。那个长得像粉彩的，好了。有喷枪好像可以，这个可以，感觉喷枪不错哦。还原一下脸上的花色。哦，你看这边是黑黑的，这边也是黑黑的，好像什么芝麻馒头。黑黑的毛，这里也是黑黑的毛，这边也黑黑的，手这边也黑黑的，好麻烦的猫，好像虎皮蛋糕哦，它怎么会有这种有点像斑马纹路的部分呢？原来它是虎皮蛋糕吗？我一直以为它是肉桂卷，原来它是虎皮蛋糕，我的天！他记不住它的名字，每次都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帮同一只猫乱取很多名字。今天觉得它长得像这个食物，就给它换个名字。好，然后也有比较浅色的部分，我想想，比较浅色，可能有点像金黄色吗？有点像金黄色，好像这个可以。这里是这个色，这个色，然后哇，它有眼线诶，金色眼线，好妖娇哦，妖娇咪嘞，好妖艳的猫。怎么突然在认真画画？好不像我，类似这样子。发现它后脚这边的颜色其实还蛮浅的，有很多很浅色的毛，可能像这个色吗？啊，对对对，就是这个色，就是这个色。已经吃饱了孩子，喵喵讨吃的就会叫它小猪，好可爱啊！这样叫感觉超可爱的。对，确实，我们家的猫有时候那个躺下来的姿势看起来很肥的时候，也会叫它猪猪喵。会说它是小猪猪，这样叫超可爱的，这是亲昵的叫法，一定不是霸凌，应该不是吧？反正讲归讲，还是会给它吃啊。好，再来是那个粉嫩耳朵，其实也没有多粉嫩，不过。其实还蛮灰的，其实耳朵颜色还蛮灰的。感觉好像是这样子的颜色吗？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是，这是假的？你家的猫学会握手了？我家的猫原本有想要教它握手啊，不是我在教，但是家人原本有想要教它原本有想要教它握手，但好像没学会，不成才，没有认真在学。所以没办法，哇！表演握手就有东西吃，太可爱了吧，超可爱，救命！好好啊，但是真的太胖了，也是为了他的健康哦，也是为了他的健康，没有办法给他吃。好了，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哦 ，too much。如果用这个呢？
还有一点那个耳朵里面的纹路，像这样，然后耳朵里面还有毛哎，哇，好久没有认真看看它。不成才太严重了，他到现在连微积分都还不会耶，都已经几年了，都已经来几年了。没有啦，怎么可能？太过分了，要求有点太过分。还可以再深一点。耳朵毛，不过确实就是，如果大家有闲情逸致的话，你可以试着画你身边的重要的人，就是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伴侣也不错。其实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哦。就是如果你试着去画，我可能要放大一点。当你试着去画一个人的画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你可能平常没有仔细看到的小细节，然后就会，我不知道会对这个人的就是身体嘛，或者他的容貌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蛮浪漫的，蛮推荐大家有很有雅兴的人哦，想要有一点文艺气息的人，蛮建议可以试试看，我觉得蛮有趣。以为要说有闲情逸致可以学一下微积分，那有点太闲了，那有点蛮奢侈的。有人可以，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说什么“我好无聊哦，来学一下微积分”，听起来是一个超级在炫耀他时间很多的事情。当然，有些人对数学本身就有热忱、有兴趣，那也是 OK 啦。有闲情逸致可以学握手是怎样？对动物来说是这样没有错，人类你还要学握手吗？真的假的？握手会有东西吃吗？画风突变，这个玩法有点高级，没有。当然有闲情逸致要玩高级玩法也是 OK， 也是不阻止。耶，耳朵毛画的有点太逼真了，反而不太可爱，是吗？要开微积分台啊，我也不会啊，我本人就不会微积分啊，是要找别人来教我微积分吗？那倒是有点机会。我发现他把他的尾巴压在屁股下面呢，好可爱哦，是怎样？我要补一下这撮尾巴，那个小尾巴，不是大尾 YouTuber， 猫咪有一个尾巴在这，帮它补一下。要教我吗？真的假的？爸，你会微积分哦？你要教我？真的假的？是可以啊。你以为我要说适可而止吗？没有，我是说是可以啊。你怎么会？你会这个要干嘛？有闲情逸致可以学怎么当朋友的宠物。你是说那个烤肉都给朋友烤那种，还是更高级的？朋友是很会数学那种，闲情逸致到学一下微积分，像他讲的，搞不好他已经学会。但是对，确实有人是热爱数学啊，没有错。好，我觉得他尾巴都长这样，我尽量了。什么？应该是我怎么不会微积分？太过分了吧！我曾经学过，但是忘光了。我说我曾经被迫学过，但是忘光了。对，要帮我复健是吗？要帮我复健也是可以。好，哇！我发现我的猫的眼睛跟我好像哦，都是这个色的，金黄眼睛。喂，纯文科没有碰过微积分啊。我的是蛮不纯的奇怪的科，所以对被迫碰了很多有的没的。哎，第一堂课要上什么？我怎么看不懂？那是什么符号？我真的看不懂我还真的看不懂。他有一个黑色眼线他的眼睛好复杂他的眼睛好多东西不过猫眼是一定要的吧？这个猫咪瞳孔。它刚好圈住有点难好像还可以哦，好像还蛮可爱的哦，好赞哦，哇！现在全职写程式用到英文的次数比数学多，原来如此。确实，英文是逃不掉的吧？感觉如果是要，尤其是这种会随时需要查资料，会需要接触比较新的资讯的，肯定是逃不了，肯定是很需要。Delta 什么 Delta 我看得懂，但是另外一个我看不懂。
请问第一堂课是三角形跟双 S 的爱之物语吗？如果把微积分的那个教材写成那个 BL 读物的话，是不是会大家比较愿意学习呢？虽然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推荐有能力的人可以做这件事情，感觉还不错，感觉可以帮助众生学习微积分哦。他的鼻子好可爱哦。对啊，程式码本身就是英文。不过我好像有看过有人做出一个，我有看过几种比较特别的那个程式语言，然后有一种好像是全部都用 emoji 的，有一种是那个程式语言，然后那个你在那个叫什么，反正你在写的时候都是用 emoji 去写，然后当然它还是有它该有的那个语法都有，对，就蛮有趣的。然后还有另一种是用那个汉字的，然后它是全部都是文言文。然后写起来就是感觉就一副是文言文的样子，好像还蛮有。我想Wasabi Binga可能会知道吧，可能会知道。对，然后但我忘记这两个叫什么了。对，反正蛮好玩的。他看起来好呆哦，他被我画的超呆的。蛮可爱的。我感觉我画猫咪好像其实还不错，现在还蛮快乐。有中文的代数看起来也很不同凡响。对啊，好像是。梅子熊晚安。下班社畜看到聊天室话题头好痛，不要紧张，我们在说那个啦，那个，对，那个2个 S 跟三角形的爱之物语啊，只要那个什么2个 S 离开了 Delta 就不存在了，哇，好浪漫。怎么办？不会画画，我还是用这支好了。好像可以耶，喷一个阴影给他。也有只用前后括号2个符号就能写的啊，对，那个是叫 brain fuck， 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语言叫 brain fuck， 就是会把你的脑袋搞得一团乱，然后它就好像是用少数几个符号就可以写，然后写出来一长串超刺激的，根本看不懂。对，很有趣，很有趣。好可爱哦，好满意哦。虽然画的也是蛮潦草的，耶，潦草猫咪，耶！我等一下拿给他看，我等一下拿给他本人看。真可爱，娱乐到自己了。好，对啊，梅子熊可以许愿呢，可以看许愿要我画什么。好了，我们来画爱之物语吧，不然怎么办？这种图很赞吗？真的假的？欧拉夫老师喜欢这种的。有一个那个怎么说，写意的感觉吗？对，写意就是可能技术没有到非常精湛，但是那个意象大概有，对嘛？就是 brain fuck， 对。可以许愿，可以许愿，你也可以不许愿，你不许愿就是我自己随便找东西画。猫咪可爱吗？耶，好，我之后好像可以多练习画画动物哈。好，我有想法了。因为我自己其实喜欢的动物还蛮多种的，那我来画一种我喜欢的动物，看你们到什么时候可以猜出我在画什么好了，感觉蛮有趣的吧？看起来笑意比照片深，对，我不知道怎么把它画的超笑的，好可爱哦！天哪，你知道是哪一张哦？对，我好像在 DC 有放那一张，对，就是那一张，就是那一张。来画一种我喜欢的动物吧，看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出我在画什么。我画得出来吗？我尽量。好，那我们一样用这个蛮可爱的奶油色，先来画点东西。我的笔刷怎么那么小？好，等等。好难抓形啊！要怎么画嘞？胸部哦，没有问题，胸部哦，好，等一下一定，下一张就来画胸部哦。我们来喷点颜色。蒙娜丽莎的微笑，不要这样，等一下那个达文西来找我算账，不要这样，不要乱讲。确实是微笑，
好像可以看出微笑的形状，至少我自己是看出来了。你要求 X 先过我这一关是什么？好霸道哦，是怎样啊？感觉有潜力耶，真的是可以出一个 BL 版的微积分教材。狸猫吗？狸猫吗？这是狸猫吗？我觉得耳朵形状应该有点明显咯，应该可以大概知道是什么类型的动物。哇，好可爱哦！想哦，这边也是有一点深色的毛。对，汪汪，没错，是汪汪系列的动物啊。哇，你怎么知道？猫猫知道是八哥，我的天哪，好强哦！那表示我画的还不错嘛，表示我画的还不错嘛，看得出来是八哥，好感动。好，我们来画的眼睛啊，撇掉了，撇掉了，好混浊的眼睛，但这样更可爱嘞，我们就来一个混浊眼睛好了。八哥风评被害，灵魂会师，这我确实认为我是灵魂会师。啊，卡卡西的通灵兽是八哥，真的假的？那么可爱啊！你们知道吗？我没有看过《火影忍者》哦，很瞎吧？我是没有童年的，没有看过《火影忍者》啊，好可爱啊，好笨的眼神哦，好赞哦，好赞哦，好可爱的狗，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狗？对，我超喜欢八哥的，虽然我没有养，好像说他们的那个，他们是被培育出来的品种，然后他们的那个呼吸器官其实有点先天上就有点不太好，所以好像有人是说不建议就是刻意去繁衍这种狗啦，好像对他们是有点不公平。但我觉得就是蛮可爱的，我看看照片或是看看已经存在的八哥应该是 OK。饲料是不是加了一些不得了的草？我不知道。金牌特务也有八哥哦，金牌特务我好像有印象，有养一只八哥也是超可爱。他好像有做什么很可爱的事哦，但我忘记了。这边有个皱皱的皮，有点不会画。是不是应该用喷的好像有好一点。X 战警天启里面有一个吃披萨八哥，好可爱。而且八哥有时候就看起来就是憨憨的、呆呆的，就会觉得真的是很可爱的狗。好，然后有一点小皱纹。给它一点小皱纹才会有，好像太多了。双下巴，没错，这就是八哥。现在路上都是看到法斗比较多，可是我觉得八哥比较可爱。法斗看起来比较凶吧，你一度不会分这两种狗，确实蛮像的啊，确实蛮像的。但我觉得法斗比较凶，毕竟是斗牛犬，我觉得八哥比较可爱。法斗也是憨憨萌萌啦，但是看起来比较魁梧。啊，八哥就小小的，感觉就小小的。如果跟那个法斗放一起比的话，还是只是因为我遇到的法斗都比较大只啊？这我不知道，这我是有点不确定。你看啊，这个不是火腿，这是它的舌头，舌头怎么画？换个笔刷，盖一片舌头。啊，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咕叽咕叽咕叽，自己画到产生感情了，我的天哪！啊，人真是有趣的动物。你觉得发到出来都让你摸，好可爱哦，太可爱了。我不知道，我觉得看到猫咪就是会让我很想摸一下它的毛，可是狗类的话好像不会让我有那种想要摸的欲望。但是看到发豆就会觉得，就看着它的憨脸就会觉得很可爱了。喜欢看憨憨萌萌的八哥狗，哇，好可爱！不错哎，好赞哦！我觉得这幅画可以停在这里，我觉得不错哎，自己很满意。好，有韵味应该有，韵味应该有出来。哇，存档，可爱可爱。好，那我们来画梅子熊的熊布偶吧。
那我们稍微恢复一下儿童画风，感觉儿童画风画熊布偶比较容易，也可能也比较可爱。来个熊布偶。所谓的儿童画风，就是如果我还是儿童的时候，我通常会怎么画画这样子。想想，熊布偶，熊布偶，给他一个啊，这样子吧。这样身体好像可以再短一点。好大的脚。这样，小小脚，是小熊而已，小熊。可能我也没遇过太多发豆啦，我遇到的就是看起来比较凶一点。他怎么编这么不干净啊？所以我用笔刷吗？如果在圣诞节许愿他会说话的话，会变成熊妈鸡吗？我不知道，不要问我。啊，破皮啦！啊，它怎么边都毛毛的，真是让人不舒服。怎么会这样？换个大一点的笔刷。哦不，准备有一个好用的。真的哦，猫猫狗狗的部分你比较想摸狗，猫你会怕太敏感，反而攻击，什么意思？你说因为猫咪比较敏感，所以你摸它会攻击你是吗？哦，确实，猫咪如果不开心的话是会直接翻脸打人，没错。对，或是咬人的也是有，是没错啦。对，至少就是只要不是自己的猫，我就是不会摸。对，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是会蛮怕它会攻击人的。对，比较少看到有人遛猫哈，因为好像不一定每一只猫都喜欢被遛吧，但是有一些猫也是喜欢被遛的。我家的猫超爱出门，它超喜欢去外面走来走去的。对，但是因为觉得它蛮笨的，而且直接这样讲对吗？因为那个就是邻居这边的邻居好像对猫的好感没有，就是普遍没有很高的好感，所以不敢让它自己出去拉拉蛇，感觉蛮危险的。对，然后对。所以必须遛它，不能让它自己出去走。所以偶尔确实是会把它遛一遛。对，我们是有在遛猫的，毕竟猫个性也不一样嘛。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只是就很爱出门，蛮怪的。甚至是那个就是平常就会一直想要跑到门口叫我们放它出去。这样讲听起来是很可爱啦，但每天都这样子还蛮烦的。这个熊耳朵有点遭奸癖。好，我尽量，应该还算勉强还在可爱的范围啊。猫比较容易跳起来或是哈气啊，对，哈气是还好，但直接咬下去就痛了，对，就痛了。狗你有遇过摸一摸开咬的？真的哦？因为我比较没在摸狗，所以我就没有这种经验。熊布偶感觉就要有黑黑亮亮的眼睛，黑黑亮亮的，给它一个高光，哇，还蛮可爱。然后布偶的话，感觉可以用这种可爱嘴嘴，可能就是缝那个线缝上去的可爱嘴嘴。然后嘞，布偶还需要什么？感觉好像类似布偶的感觉，好像差不多有了。啊，这样不会看起来阳春了？给它一个脚底板好了啦。好像有一些比较精致的布偶，还会在脚上缝一个它的肉垫，是不是？可能是有这种的。我试着给它圈起来。有像豆豆先生的那只，有一点呢。对，确实在画的时候，心里是有想到豆豆先生的泰迪，类似这样子。好啦，加一个脚是有小肉垫的，应该有稍微可爱一点。啊，不错哦。好
像还可以耶。好，熊熊娃娃，耶，这个叫熊布偶。你喜欢这种鼻子嘴巴？原来如此，大家知道伊里喜欢什么了？耶，我们画到16张嘞。好，那我们的第17张要画什么嘞？想想啊，哇，突然没灵感了。来想想，等一下晚餐要吃什么好了。咖喱吗？是蛮想吃咖喱的。哦，对哈，画 Santa Claus，对，要画 Santa Claus 呢，要画阿訇的形象吗？这样子吗？总感觉有点困难。我想想，没什么创造力啊。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戴眼镜哎。那我就瞎画吧。原文是 tentacle 是触手是吗？是从触手来的。那 X 是什么意思 ？X 是就是听起来比较酷吗？我知道是触手，我知道是触手。那我先来个触手好了，先帮你画个触手。那你本体就是触手了。你是想当大厨师，所以才叫欧北盖，原来是这样。好，理解。先来个触手，这是你的本体。然后为了让你看起来比较像人，我们来一点人类的衣着吧，比如说一个帽子，不知道感觉这种帽子好像就蛮适合你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是就是会这样觉得。好，你和一准是少年时，确实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取的网络 ID， 有时候在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就会觉得有点尴尬了。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吧？当然我也有，但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说是什么。好想做一个渐层把它抹过去哦，可是好困难哦。算了，直接喷一喷。好，看起来还不错哎。好像还可以。好，你有个帽子了，然后说出来是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不要，我不要说，我才不告诉你们嘞。哎，选错色了。触手的话要有吸盘吧？哎，最初只有这样子吗？触手就是要有点吸盘，煞气也成火手，我觉得那还好哎，我觉得反而不会很尴尬哎，因为那个已经太像一个梗了，感觉大家都会这样取，那个反而不尴尬。珍珠 QQ 好喝波波茶，那个也还好，那个很明显是网路梗，就不会那么尬。对，我是不会说的，不然也是要什么几万订的时候解锁这样子。哎，不错。哎，不要会金哦，真的假的？感觉有点难画哎。算了，画不出那么精致。看起来是触手吧，看得出来吧？看想啊，阿红，你有戴眼镜吗？还是你有什么？你有挂护身符吗？我觉得你可以挂个护身符，好像不错。顺便提醒你不要做坏事。什么意思？哪有这样骂观众的？我的天！啊，应该要红线吼，要用红线吼。有人信箱名字是夜店，为什么？Taco 希尔没有啦，没有要迫害啦，又不是阿慧，干嘛迫害？来，给你挂一个那种庙里会有的平安的那种庙会，你无挂吼，无挂目镜，那就不要，我们尽量。哎，不错哎，我觉得不错哎。宰瓜维赫。哎，我觉得不错哎！哇，明明还没有收益画，所以也没有在画什么会员头贴，但是这莫名其妙画了一个你的头贴出来。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啦，不错哎，我自己还蛮满意的，自己讲。好啊，今天画的我应该等一下都会丢到 DC 去，所以你们等一下都还看得到，不用紧张。好 ，Santa Claus， 好哎，一根触手。
嗨，玉米面包安安，玉米面包你好，晚安，欢迎你来。看起来很有灵魂哦，无去嫌啊，谢谢啦，是你唔敢嫌啦，多谢啦。好，我现在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我蛮想尿尿的，所以我要去尿尿。对，希望我们终于画到剩1张了，希望等一下不要突然暴增好几百个，希望不要。好，我尽量2分钟内回来，你们等我一下。好，我来看看我的命运如何啊！2分钟号召，看来没有号召到，太好了。好，我们可以来画最后1张了。到底能不能下班嘞？刚有位朋友叫玉米面包，玉米面包跟我说了安安，嗨，你好。那想到玉米面包，就会想到面包，就会想到面包店。那我想到了一个面包店里面我自己还蛮喜欢吃的东西，画给你们看看。你们应该也是看我画到一半，应该就可以猜出是什么了吧？这个东西蛮有趣的，让我画一下。怎么意外的有点好画？等一下，我想一下它的颜色比较像什么样子？可能啊，像这样，像这样。然后呢，有这个巧克力的部分。又蒙娜丽莎，每个都蒙娜丽莎。你还没说出啊？你还没说，原来你还没说！天哪，你这张底牌也是扣蛮久呢。加班魔法，蒙娜丽莎的笑容东北的铁是怎样啊？各位想看陈火蛇加班吗？想吗？想要阻止我去吃晚餐吗？各位，你们最喜欢迫害主播对不对？要不要阻止我去吃晚餐？你们忍心吗？应该忍心吧。低扣胖不是，他没有挖洞。等一下，这种东西的脸是长这样，桃子面包，真的耶，真的耶，天啊！完了，想看吗？想看吗？太狠了，居然是桃吉吉面包吗？他的脸长怎样啊？他脸很多种哎，确实啦，他的脸是随便你画。水平胖是没错，有一些画的比较潦草的，确实看起来的看水平没有错。有人想看，那就来，你讲，请说。那我们不能画的太精致哎，如果他要是水平胖的话，就要看起来有点，有点凌乱，没错，就是要这个感觉。好赞哦，好可爱哦，好赞。晚安，陈火蛇初见安安，初见吗？好的，谢谢。
0287，你好，初见安安，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要念作0287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初见吗？啊，玉溪也想看我加班，好，谢谢你的温暖。原来我爱吃桃吉吉面包，不，哎，没反应吗？有吧？那个，他有跳啊，18变19啊。对啊，我这边也改一下，这个不是自动，这是手动的。哎，那个很好吃哎，那个很好吃哎，就是那个对，敷衍的面皮跟那个脆脆巧克力，我好喜欢那个脆脆巧克力哦，真的很好吃。好。害轻易完蛋，唐突被加班，下班了但要加班，所以迫害人一起加班。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又可以加班了，谢谢。你看到左下，对，我左下是手动在改的，自动的在右上，对。好，这个叫桃吉吉面包，会不会被告啊？喂，20个，好啦，不错。这个不是叫娃娃脸吗？啊，欧拉夫也还没讲吗？我的天，好坏哦！你们都一次在那边。这讲的太狠了，很温暖，真的很温暖，真的很温暖。好啊，不要吃晚餐啊！原来是加班吗？没事，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欢迎大家来，没问题，没问题，我欣然接受，毕竟是我自愿开的台，肯定没有任何迫害，对，肯定没有人拿着枪叫我开台，一定没有，一定没有，没问题的。好，哎，不过加班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要画什么，给点想法，大家给点想法。难道我要画欧拉夫吗？我画得出来吗？哇，雨空景安，晚安，欢迎你来。现在写宵夜来加啥？你是觉得我会开到宵夜是不是？你是觉得我等一下直接吃不到晚餐，要开到宵夜了吗？太狠了吧！好，我想想看，大家宵夜都吃什么 ？Yamsoke 好，那就来画个 Yamsoke 很难画哎 ，Yamsoke 感觉蛮难画的。我们来画个。想一下我都点什么？蛮喜欢吃鸡屁股的，蛮喜欢吃鸡屁股的，那来画个鸡屁股。观众头像是也可以啦，但是我就是会凭印象乱画一通，也是可以。早餐先传给大家画，太狠了吧？你们可以先吃宵夜，吃完宵夜然后再等着吃早餐啊，可以不用跳过那一餐没关系。所以那是什么面包？那是我都叫我从我的认知就是有知道有这个面包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它叫做娃娃脸，对，我就一直觉得它叫做娃娃脸，但是我其实不知道它有没有其他名字，对，看有人叫笑脸面包还是什么的，对，反正我都叫它娃娃脸。的确蛮晚的，有些店家8点就关了，没关系啊，我们永远有 Seven 啦，永远有 Seven 之类的可以吃，所以没有问题。好奇你的形象，很久没看过那种面包，好，先画你的形象好了。但其实我不知道要凭空想是有一点难，所以我可能会从那个，因为大家知道吗？从后台也不是说从后台，就是 VTuber 看聊天室，就是大家都小小的，那个头贴也是小小的，所以就是会大概看得到颜色而已，所以其实也不一定知道你的头贴详细内容是什么，但是可能会从你头贴的颜色有一个粗略的想象。好，我就从这个来开始想想吧。我也不知道会画出什么来，我现在是完全不知道哦。好，我先乱撇，现在乱撇。想你的头贴，给我的感觉。哦，你的照片是三商巧福的周年庆广告，原来如此，破梗了。有没有想说直接照着颜色的印象啊？不过确实看起来是个食物的广告，那就是一碗面啦。好，那我就把你画成一碗面。你的第一次形象是尾鱼，好，那我们要那个经典款的那个黑色的碗。然后你说尾鱼是吗？在里面装个尾鱼好了。尾鱼哦，很少看到整只的尾鱼耶，通常都是看到已经变成罐头的尾鱼。我看一下尾鱼怎么画。你的照片是你最可爱的猫猫，很明显，你的照片很明显是一个猫头。对，然后你的名字叫我的猫猫最可爱了，所以肯定是你的猫，那个蛮好猜的，应该没有什么悬念。画尾鱼有点不好画哎，猫猫的猫猫，对啊，也是蛮可爱的，喜欢这种毛色，怎么说？我就蛮喜欢，我蛮喜欢黑色的动物哎，
黑黑的猫跟黑黑的狗都很喜欢。对，然后不管是整只都黑的，还是身上有混杂到黑的，都觉得很可爱。对，就是奇怪的个人偏好。对，如果大家有常看到那个网络上有很多黑猫的照片啊，因为黑猫拍起来都特别容易糊掉，然后就有很多那种很适合当迷因图的那种黑猫照片，超可爱。对，想想啊，尾鱼的一个头。对，抽象黑猫我超爱的，越抽象越爱。黑猫很考验拍照技术，可以那个啊，可以放弃拍照技术，就每一张都是糊的，别有一番风味。有朋友养黑猫，原来如此。我好像没有认识有养黑猫的朋友，我就只能从网络上获取黑猫的疗愈这样子。尾鱼啊，尾鱼，尾鱼，尾鱼的鳍好像形状还蛮特别的耶。我想一下哦，要怎么画比较像哦。尾鱼的鳍这样子吗？这样有像吗？好像还可以。这里还有一个鳍，这里还有一个鳍，会不会太大？好，有了鳍之后，我们把这个三什么符的完整一下。好，但是整个黑的话好像看不到哦，那我们给它浅一点。你可以在 DC 贴一下，好，可以啊。哦，你要我贴我的 DC 哦？我那个说明栏没有，真的假的？我以为说明栏有。那等我一下，我找一下。说明栏，没有吗？哦，有说明栏有。好，但我可以再贴一下。有吼，好，来不及了，已经贴了，哈哈。好耶，你可以来 DC 玩了，6天1元。哦，介绍没放哦，真的假的？我以为我有放，好，我等一下补一下。蛮期待 DC 可以大家就是多聊天的，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就是食物还是动物的照片都不错，蛮爱看的。蛮喜欢看大家吃好料。好，我帮你加了一点面啊，应该是面吧？应该是帮你加了一点面，那看起来还可以哦。好，一碗尾鱼，感觉蛮可爱的，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我们的鳍需要再点细节吗？再给你一点细节好了。感觉尾鱼的鳍好像要有一点纹路。再稍微精致一点，大概像这样吧，可爱吗？好像还不错。这个碗好歪哦，歪歪的，有一个浊的美感，太棒了，耶！好，虽然还没看到你的尾鱼头贴长怎样，不过至少我凭着我对尾鱼的印象画出来长这样了。0287，好，耶！这样我们有19张啦，很有艺术感的碗，谢谢，没错，这就是艺术。哇，说到艺术，我知道有一张那个嘛，不是一张，有一根。你不爱讲鱼头，没关系，那不是你的头贴，人家的头贴总该有鱼头吧？头贴就是要给它头吧，不然放一个鱼屁股，好像说不是鱼屁股，一般是叫鱼尾巴，放个鱼尾巴好像说不过去。喜欢玩的游戏里面喜欢的东西，现在有在优惠卖，但是家人不愿意帮你氪，那就没办法啦，这没办法。对，在我还没有能力自己赚钱的时候，我好像真的是从来没有氪过任何金。对，有看到吗？我没有随时看 DC， 你等我一下。在哪里啊？看一下，看到你了。这个尾鱼跟我的画风差蛮多的。
比较像人。我觉得我觉得我画的还蛮可爱的，比较像小朋友抽象风。对啊，在我还没有能力自己赚钱的时候，我是没有在游戏上氪过任何金的，因为可能我还不知道也可以说是蛮死要面子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但是就是会觉得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所以对我就只好这样啦，安安，G2 安安欢迎你来，希望这样不会让火蛇加班来看我发，不要拧，我又没有很会画是怎样？对，好，感谢你的温柔，让我不用加班，对我等下就可以去吃晚餐了，好棒，对但也是还是可以许愿，就是如果有特别想看我画什么的话，是可以许愿的。玩手游也是无氪战士派，我目前比较少玩手游啦，对，不过 Steam 上面的话，就是真的蛮喜欢的游戏，有一些是买断类的，就肯定是会买。对，就反正自己赚就可以花，对，就比较没有在担心。好，画个，对，刚刚说到当代艺术，那我们是不是来画个这个大家应该是很有名的作品？感觉大家会知道啊，大家应该都会知道这个伟不伟大我不知道，但是个蛮有名的作品。不是蒙娜丽莎，不要再蒙娜丽莎了。不是哦，不是蒙娜丽莎哦。想想怎么画比较像。哎，不愧是 UC， 我的天，才刚讲就在蒙娜丽莎是怎样？香蕉带哦，好会简称哦。我甚至不知道这幅作品叫什么名字，但是大家应该都看过。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广为人知的当代艺术作品。没看到你的砂锅鱼头，我还没贴，我等下下播之后一次把大家的都贴过来，不是把大家都贴到 DC 里面，对，我等下一口气全部贴。哦，你没看到刚画完的那个哦，刚画完的瞬间你没看到是不是？没关系，等下下播后在 DC 里面就看得到，不用紧张。很贵的香蕉吼，对，确实很贵呢。我们来画出这个香蕉的圆弧感，有没有？哇，好圆弧！哦，作品名叫喜剧演员 comedian， 原来如此。这我还真的不知道，完全没有记得这件事情。竟然邀个那位，阿密阿曼欢迎就有人不让我下班啊，我怎么知道？就有一堆人，就是刚来的时候都不说晚安，然后在我以为要画完的时候，突然一堆人一起说晚安，我哪有办法？好感觉神韵有很明显看得出来是一根香蕉啊，又不是你不是一开始就哦你不是啊，不用对不起啦，没关系啦，不是会开这种台都是心里有所觉悟的，没有在怕，对，在那边靠腰是做效果而已，跟大家靠腰是做效果。不要紧张，真的不爽早就直接关台了。干嘛那样？橘子这颗橘子，晚安，嗨，欢迎，谢谢你。你该不会是蹲了很久都不讲话，然后在这个时候突然讲晚安吧？不可能吧？有这么过分的吗？不可以22个，好。你一开始就晚安了，但是为加班添了一把柴。你是说随着众人一起，就是那个叫什么鼓噪是吗？没关系。你继续困，会安安好，先困。没有，刚到家你最好啊，谢谢你。还好不是那种在那边蹲很久，然后都不讲晚安，然后直到要关台前的那一瞬间才说晚安的那种人。好啦，这种台的精髓也就是这样子嘛，不是？我觉得 VTuber 开的台里面有80%都是在开放观众迫害自己。至少我常看到的跟我常开的好像都是这样嘛，那我也没办法。什么你才没事，还有2张，不要紧张，还有2张，不要紧张。就有说晚安，但没有许愿。对，那你要许愿吗？要不要来许愿一下？许愿是你的权益，你可以许愿叫我画什么都可以。好，想想我想一下，我现在有什么想法？还蛮饿的，就来画一点想吃的东西。不许愿，让我可以下播。好，那我就可以挑简单的来画，是不是？太感谢了，感谢阿健，太温柔。好，
好好吃饭也是很重要的啊，是没错，是没错。好，等一下下播一定会认真的吃个饭。那我就来唐突的分享我很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好了。这个也是我从小就爱吃的好吃食物，但我找一下比较接近的颜色，可能是有点难找这样子吗？好吧，大概就好。不要，也不是什么伟大的画家，画个大概。大叔好温柔，对啊，那是真的，是真的，对，这是我少数正常的观众，又唐突骂所有人。我来画一下，哎，这应该很明显是什么？哇，这个比例太完美了吧！那个热狗的部分好多哦，平常很难有机会吃到这种的。好想吃哦。大肠包小肠吗？是也蛮像的。吃饭很重要，对不起你反省，不用啦，不用反省啦，不用反省啦。VTuber 这个习惯了，我本来吃饭时间就没有多正常。对，不过大肠包小肠真的很好吃哎，突然好想吃哦。对，我对大肠包小肠以及对那个热狗堡的喜爱都是非常喜爱的。对，虽然那个味道差蛮多，但是真的是各有千秋，真的蛮喜欢。这就是要加那个吧，黄色芥末。耶，好饿哦，好想吃哦。这个话有点太快了，很会帮自己找台阶下哦，火神。热狗堡怎么这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热狗堡，达利要挑战超现实主义吗？啊，真的吗？我做得到吗？不过确实，我说的不是我，是真正的很像热狗堡，也看得出来，那应该还算看得出来。什么？大肠包小肠，我肠中有你，我肠中有你，你肠中有我，什么意思？听起来怪怪的。什么叫做我肠中有你？是什么意思？这感觉有点不能合家观赏哎。我们的台不是这个路线的，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又是从哪一步开始走错了呢？又是从哪里开始错的？超现实主义哦，感觉如果是临摹那个有名的画作，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我想想看啊，可是我没有很有自信耶，好吧？不过如果是以现代的迷因的这个角度来想的话，好像蛮可以制作出类似那种感觉的，好像还可以啊。好，那就来吧，来点超现实主义，来挥洒我的画笔，看看我可以画出什么东西。首先我们先填个色，然后，哇，终于有那种在做伟大创作的感觉了吗？哇！结果今天殊途同归，还是要画披萨，是不是？因为突然想到，我想要来一个飞天的披萨。我其实没有很确定我理解的超现实主义对不对，但是可以有点像梦境一样，让它自由的有一些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场景，对不对？是达利还是品客叔叔？就看这张了。品客叔叔问就是品客叔叔，好久没吃品客，可是品客一次都好大一罐哦，感觉吃不完哎，对不对？飞天披萨神教感觉是会跟那个飞天意大利面竞争的关系耶，还是可以合作的？我也不懂。披萨要加什么料？我想吃什么披萨？我要直问我的内心，我到底想吃什么披萨？不知道哎，不是，既然是超现实主义，披萨也不用太正常嘛。披萨也不用太符合常理，对，品客好贵，那是真的，不是我这种人吃得起的。好，一定是品客叔叔吗？你们这么想要我成为品客叔叔哦？是怎样？披萨最不可能加什么料呢？我不知道，我觉得披萨上面加一个御饭团，感觉还蛮不合理的，感觉还蛮违背常理的。加时钟，感觉加时钟赢一半，感觉加时钟就已经整个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就先出来了。好啊，加时钟啊，感觉是该加啦。
致敬，加了才有那个感觉，而且要是软趴趴时钟，一定要是软趴趴的时钟。我想想哦，最大只有这样，加皮蛋好像也不错。软趴趴的时钟，哇，赢一半，好看起来像粽子吗？真的假的？看起来像粽子，好吧，那就是粽子了。作者已死，就是那个这个作品被完成的时候，作者就已经没办法干涉它了。你说它是粽子，它就是粽子。实粽吗？然后嘞，我们时钟要有指针，指针也要软趴趴。临摹的话可以参考木下的话，我看一下。我想说临摹的话就画的不像，我觉得蛮尴尬的。先来加个指针，有没有软趴趴时钟？先抄，先有软趴趴时钟就很像超现实主义。好，然后我们的粽子哦，粽子，很华丽哦。确实，我刚刚马上查了一下，确实是还蛮耐看的，还蛮喜欢的。感觉很不像我平常要画的东西，因为我通常是一个不太有耐心的人，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画出很华丽又细节很多的画。对，我比较喜欢画这种灵魂绘师的这种路线。想想我们粽子啊，粽子，我们来点特别一点的，我们用红色的绳子来绑它好了。想红色的绳子来绑它。很少在画粽子，有点不确定。很少在画粽子，所以有点不确定是不是这样子绑的。但是我先绑看，你们看看啊。粽子是这样绑吗？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家里的粽子是这样绑的？好，就这样绑吧。这个好粽子。青苹果遮住脸那一张，这个绑法很酷齁，对吧？蛮酷的。如果大家那个用这种方法绑粽子还不太会绑的话，可以拿水壶练习。对，我觉得还蛮适合练习的。对，可以拿那种就是大瓶瓶装水，它的那个比例跟粽子还蛮接近的，可以帮到一点忙。好，那就我们继续。真的不会，主播可以示范一下吗？不行，我们不是走这个路线的，我们不是走包粽子路线的，这个帮不了。好。来一个太空梭在旁边，不是太空梭，来一个火箭在旁边飞，好像不错但好像这样比较看得到。好，我们就用白色火箭，给它加个火箭的，这算什么机翼吗？还是什么？哎呦，然后火箭，哇，小时候好爱画火箭哦，那个儿时回忆来了，小时候很喜欢画火箭的那个喷射的部分。对耶，小时候很喜欢画这种东西耶。火箭，真的大家都不会绑粽子啊？网络上都找得到怎么绑啊，哪需要我示范？我也是从网络上学会的，好不好？现在网络很方便啊。哇，好棒哦，火箭在跟披萨比赛，好赞啊！怎么又破了？直播间要刷火箭也是要很多钱。YouTube 目前是不是还没有这个功能啊？会有吗？有可能。好像说 YouTube 现在那个抖内可以有那个排行了，是不是？会有榜一那种，可以看到榜一大哥、榜一大姐是谁这样子。好像有这样子的设计，感觉说不定以后也可以刷火箭啊。
直播间要让主播示范绑粽子，也是要刷很多钱。我是要怎么示范？我是可以怎么示范？我是有什么东西可以绑吗？只能画点怪图给你们看而已。贴图可以留一个火箭，好好像蛮好笑的，然后就可以叫大家刷一排火箭，然后就刷那个贴图里的火箭这样子。好像不用加这个，加这个没有比较好看。目前这样好像还行，我想想，看抖内加留言数，左下角那位拿来绑应该不？左下是谁啊？左下哪位啊？左下角。这时候又要拜托会画画的各位，你们又要画什么？你们要画火蛇被包成粽子哦，是这样子吗？太狠了吧！好，我想想这里还有什么不可能出现的？我不知道，来点火柴人，跳舞火柴人，好可爱哦，不知道在画什么。耶！谢谢大家刷一排火箭，虽然不知道可以干嘛。我们再来一块起司，非常的随机啊，有点不知道在画什么了。超现实伟大巨作，对啊，有那个蛮超现实的，有点不确定。我甚至是在画的人都有点不确定这幅画要往哪里发展，还蛮有趣的，简直就像即兴一样啊！没有，本来就是即兴，没错。哇，超大宇宙起司，好饿哦！火蛇本来就是粽子的一种，什么意思啊？是这样子吗？起司是不是还有点动啊？对啊，为什么大叔火箭比较高级啊？为什么你们的火箭怎么有2种啊？好酷哦！还是一个是 YouTube 内建的，一个是普通的 emoji， 是这样子吗？这我不确定哎。好赞哦！太空起司好赞。大叔的是 YouTube 的啊，然后其他人有人用的是 emoji 原本的。刷跑车，谢谢，好赞哦！我原来我们直播间是走这种风格的吗？好，然后我们再来一些以前喜欢的元素哦，来一根穿心箭。哇，好赞哦！好疯狂，好超现实！我喜欢这一幅，好赞！完全自己都不太确定在画什么，好有 feel， 好有 feel！ 耶！刷警车是想干嘛？我是已经需要被逮捕了是吗？超现实大作，好起司很赞哈，我也觉得起司为什么莫名的好像画的很有质感。耶！感谢大家激发我的潜能，确实有被大家激发到，好像画出了很多，今天真的画出很多自己原本没有想象到可以画得出来的东西，蛮好玩的，偶尔来挑战一下真的蛮好玩。对，就是同时呢，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如果有闲情逸致的话，等等啊，我想要先把这个关掉，耶，安全了，关掉，那没事，好。好赞哦！真的是超现实大作耶，蛮满意的。激发那姜子牙呢？对，这个典故也太深奥了吧？中文不好，我有点不懂。对，好，那么就还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偶尔想要画画的话，就是其实我感觉到蛮多人会认为自己不会画画，是因为你可能跟就是其他专职在画图的人比较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就是会觉得人家的技术好强哦，跟不上。对，但是就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不会画画。我自己也是，我自己就是，没错，我自己就是这样。对，但是就是像今天这样子，就是单纯为了好玩来画一下的话，其实也还蛮有娱乐到自己的。对，蛮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有闲情逸致的时候，也不妨打开小画家来画一下。对，有时候不用跟别人比啊。对，就是如果是单纯为了自己好玩的话，主要自己有从中得到点什么，发现自己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其实做得到，真的还不错。对，很真心的分享，今天的心得就确实是觉得偶尔来画一下画，真的蛮开心的。对啊，我等一下就是会把今天的这些作品都
贴在 DC，就让大家就是可以看啦啊，就是也可以拿去用啦。就是如果你想要拿来当头贴，还是你想要拿来当横幅，还是怎么样的，对，在符合尝试的范围内使用，蛮欢迎的。对，哦，儿子叫鸡蛋嘛，是假的。对，谢谢主播的鼓励，你少来，你那么会画画在那边。好，总之就是这样。我还想讲什么？对，反正就是等下丢在 DC， 你们就在尝试范围内使用它。对，有一些明显不能用的，就是你不要把它偷去，说是你画的。对，请不要这样做。虽然我也没画得多好，但还是请不要这样做。好，应该就这样啦。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拿去用啊，可以拿去用啊。就是你不要，就是你合理的运用都 OK。可以免费拿了吗？以后可能就不免费，反正今天是免费，好不好？好，就这样。如果有不嫌弃的，想要拿去当头贴的，或是你想要印下来当痛车，贴在你的车上啊，我 OK 啊，我 OK， 好，就这样，那我就准备去吃饭啦。那各位如果还没吃晚餐的，也可以去吃晚餐啊，就是顾一下身体，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啊，明天等一下，对啊，我的胡子，好。算了好，那还是要宣传一下啦。明天有我的胡子怎么跑到这？算了，好，放这里好了。那个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什么啊？叫做厕所鉴赏。对，还可以投稿哦。如果还没有投稿你家的厕所的，好，欢迎投稿来给我看看。我要来看大家上厕所的地方。厕所啦，想什么啊？对，好。就是这样子，然后我的连结在哪里？贴一下连结给大家，可以进去投稿。哇，阿曼口号上，你今嘛来维护哇？明天有我的胡子没有？明天没有胡子。明天有看厕所。好，就这样。稿量比较多了吗？其实都蛮多的，好像有，后来还蛮多人投稿的，所以目前还不错，数量还蛮乐观的。对就是反正投的比较少，我就比较早下班嘛，那也没关系啦，那是也没关系。我如果太早下班开不过瘾的话，我就再图发个 Zuma 不就好了？对，上次想要玩，但是还没有，上次想要玩到破完，但是还没，所以如果我明天太早下班，时间又蛮充裕，我就图个 Zuma，就这样，好。刘海变本体了，原来是这样吗？刘海是本体，所以他有胡子，这样子好像蛮可爱的，其实还蛮可爱的。好，那没错，口号上你猜，没关系，下次的晚安台看我会不会越开越久。对，我好像有训练到，我可以开得越来越久了，太棒了。好啦，那就先这样子啦。那我们今天的晚安画画台鼠会晚安台就先到这里。那就大家明天一起来看厕所吧，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明天6点来看厕所，拜拜。等一下我切错了。